还是最忠诚，对不对哈？还有一个，你要不要说说看？你在这边看到他不讲一句话。那九高就知道充分的利用现实利用媒体，那然后大做广告。比较有名的大家都了解吴念真，好，那麒麟棒好，那我们会特别来讨论这个东西啊。那因为最近几年做了很多的研究，都发现青少年饮酒的年龄下降，啊，那女生喝酒的比例开始升高。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社会现象呢？媒体要不要负一些责任呢？当然，你造成饮酒的原因非常多，对不对？好，可是在国外他们会发现这个媒体对于吸引青少年喝酒这个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会呈现喝酒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喝酒是一个非常高雅的行为，对不对？好，那喝酒很正常，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刚才放的这个 Roya 系列，你知道它针对的对象是哪一群的人？比较中年，事业有成，男生还是女生？男生。我们在这边以后还可以看社会规范那酒商很少针对女生来做广告，因为大概社会规范不太容许女生喝秋雅有，对不对？好，那我们以后会看，你看看在那个里面呈现的是什么样。我们今天看到的男生事业有成的，大家都会说，对不对？好，那影片当中他一个人还是很多人呢？一个人。为什么他一个人呢？一个人寂寞、无聊，爬到事业顶端，真的，你在这边有没有发现，大部分镜头都是用仰角？仰角怎么样？我们讲过了，他看起来比较威严，地位比较高，衬托你看后面蓝天白云，对不对？好，有没有一种，就是男性比较成功以后，他爬到那个地位的时候，他隐隐约约觉得有一点孤单了。对不对？遗世独立，因为其他人可能赶不上他那个样子。好，我们再来看看他的穿着，穿什么？西装，有没有打领带呢？没有，打领带就太正式了，对不对？好，所以他们非常注意，要享受悠闲嘛，对不对？好，所以还是要有那个地位。然后你看场景在哪里呢？海边，对不对？好，那还养着狗，对不对？好，什么样的人才有这样的地位啊？显然是大老板，对不对？哈，事业有成的蛮多钱的，对不对？哈，那非常悠闲的在海边跑步带着狗你看他连道具选择都非常重要对不对？哈，非常的对啊，真的是社会上的新贵，对不对？哈，所以他就要营造出来这种气氛，因为我们本来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的文化里面，很少一个男人像各位回家以后。打开酒柜会倒一杯酒来喝的，对不对？可是国外回到家里或者我们在请客之前，对不对？哈，问人家你要不要喝一点酒，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对不对？所以他就要移植国外的这个习惯到台湾来，对不对？好，那他怎么样建立这个习惯呢？厂商怎么打开这个通路，让大家认为说喝酒是一个很平凡不过的事情，而且是一个很尊贵的事情，对不对？哈，所以你看。他把这个国外的习惯要带进台湾来，他必须要靠广告，对不对？好，他必须要慢慢的转化你的想法，让你觉得说喝酒是一个真的非常自然的事情，而且是一个有地位的男人，他应该会做的，因为才可以彰显出他的地位和他的优雅。所以你看这个杯子的选择是不是普通的这种纸杯啊？不可以，怎么可以用纸杯的？纸杯就完全写不出那种气派，一定要那个雕花的，对不对？哈，那然后。这个主角，你看他就是一副与千里相往来的那个姿态，各位有没有感觉到？对不对？一杯在手，两眼凝视前方，这样男人我们就觉得蛮有一点思想，对不对？哈，懂得品味人生。好，你看，可是你看他讲的是什么呢？没有全力以赴的每一步，我怎能享受此刻的悠闲？在这边他传递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是应得的，这是我奖赏自己。对不对？因为我已经全力以赴了，我现在因为全力以赴，我功成名就，那怎么样奖赏自己呢？于是国外文化就告诉你，喝一点高级的酒是你奖赏自己最好的一个办法。女人买钻石，对不对？男人怎么奖赏自己呢？来一杯，劳力士，来一杯这个高贵的酒，就是你。而且它这个地方就是比那种物质的东西会更好，对不对？
不对？好，你懂得品味人生，品味特别注意品味人生。所以现在的广告越来越注意营造这个气氛，它就是要传递一种感觉，你感觉对了，以后你就会慢慢的知道，哎，一个有品味的男人该做什么事情，对不对？比如说遛狗在海边，对不对？好，比如说喝一杯酒，用高级的杯子，对不对？好，慢慢我们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要喝什么样的酒，你要做什么样的事。他这个观念就进来了，对不对？要不然以前我们没有这样的习惯，没有人说下班回来先喝一杯酒，对不对？哈，那现在我们看多了，像这样媒体的传布之后，我们大家会了解。好，我们下来再看一个广告。对。可是德讯能够好像是原音传递这样，表示说他那个德讯通讯就是它是相当好的。相当好，无远佛界，各位有没有看到？对不对？好，穿越时空，对不对？好，原音呈现。预收那么好。对，还有没有？所有演传没有具体讲这个核心。好，他有没有让你看到核心？有没有？他一定有时间让你看到，他现在打的是什么核心？核心就是远传嘛。现在后来才核心。好，那我们说。好，那这边各位注意到对原住民的描述是怎么样？对原住民，应该是原住民嘛，对不对？是善意的还是比较恶意的？善意的，为什么呢？欢乐的，丰收的，大家是非常团结，非常团结，庆祝。对，那怎么样表示他们非常团结庆祝呢？有一个人在医院里面，对不对？那些人怎么样？一起享乐，一起跟他一起送，或者他领导，或者一起。对，所以你看他们没有遗忘在病房的这个同伴，对不对？好，所以同伴他可以借着这个科技的东西，让他跟其他的族人联合在一起。我们一般在广告当中啊，对原住民的描述非常的少，因为他并不是社会上的主流，对不对？好，他也不是消费能力非常高，因此你看我们一般的广告以原住民为对象的非常的少，或者原住民在广告当中当主角的非常的少。那今天这个广告是非常正面的，非常友善的，呈现原住民的乐天啊，他们的团结啊，他们的感情啊，对不对？哈，那所以你看，它传递一个高科技的东西，可是它讲的是人性当中最好的那一面，所以这个广告设计的非常的好，就是这样，它把原住民最好的一面呈现，然后可以跟着科技做最好的结合，对不对？哈，完全展现像这样没有障碍的这种沟通，是一个很聪明的设计，这个核心的广告哈，非常非常好的。等一下我给各位再看一个广告，就是在去年吧，去年引发很大争议的这个广告。那各位看看，假如你是一个阅读这个广告的人，你觉得你要不要去抗议？你要不要去想想看，人家抗议有没有道理？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广告。因为它这个在这个台湾播出很多，立刻引发了很广泛的讨论啊。那最重要的就是航空公司提出抗议。假如各位是航空公司啊，你觉得他抗议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有，为什么有道理？不可以抽烟。不可以抽烟。在飞机上面。在飞机上不可以抽烟。飞机上当然现在都禁烟，当然是这样。你觉得你是航空公司，你要不要抗议？要。为什么？会引发人家对飞行的恐惧。引发人对飞行的恐惧。那假如我们说广告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他这样子讲。我觉得应该太模拟航空公司的广告的那个成果，因为他们讲的是那个笑容跟那个服务，可是他把这个笑容跟服务转换成是另外一个很恶意的那种语气啊，所以会让人家对于航空公司他打的那个方向是方向。好，那你看他拍那个航空公司在飞机上对人的招呼啊，还有或者他们的笑容，会不会觉得很诡异？对，那你知道那个空姐出来的好像鬼哦，相片里面的鬼，对，他的笑容，对不对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就是一个媒体哦，它完全可以利用演员的表情啊，对不对哈？光影，它可以营造不同的感觉，对不对哈？所以大部分的人看到这个的时候，他会觉得很诡异，对不对哈？那个表现的是很奇怪的。那可是各位要想哦，一个广告最重要的就是创意哦，对不对？所以这个导演他就振振有词的说，
你们要想想看，创意是多么重要。我今天是反烟嘛，对不对？好，那我这个公益广告，我反烟，我不是像以前人家反烟就说抽烟对身体多么不好啊，对不对？哈，那我现在转一个方向，我来攻击烟商。我要告诉大家，烟商他每年赚了多少钱？你看看，他说我们他就以烟商来做这个香烟来作为这个航空公司的这个事业一样哈。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两个一男一女，他在超级市场的那个场景对不对？哈，他去买香烟，对不对？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现在香烟多么普遍，对不对？哈，随便在什么7-11那个地方都可以买到这个香烟。然后你看看前面他叙述说，我们知道烟酒瘾，对不对？哈，有的时候影响逃避，对不对？哈，所以就合理化了抽烟的行为，对不对？哈，然后烟商提供你买香烟是多么便利，对不对？哈，所以这个导演他在说，我这个广告做得多好，多有创意，你们从来没有想到拍这个反烟的广告可以用这样子来拍的。而且特别注意刚才同学有问说，这是在台湾演的吗？你为什么会这样问呢？你没有看到这个，还是因为它上面有很多的英文字啊什么？有没有？各位看到这个广告上面有好多的，除了中文以外，还有英文字，还有其他各国的文体。所以导演又说了，我这个广告是多么的有国际观。我拿到世界上哪一个国家都可以放映，我真的不简单这个导演说你看你们都还没有注意到这个东西，对不对哈？那所以他说，第一个你们注意我这个广告有创意，从来没有想到反烟广告可以这样拍哈。那我攻击烟商，我告诉各位大家就是烟商多么会赚钱。我们一般的人苦闷的时候，你怎么样去买到香烟，多么方便，对不对哈？那第二个我是有国际观的，对不对哈？这个可以用到全球各地。还有什么？导演第三个说了，广告其实要启迪民智，就是要开发要教育你们。那我通过像这样的新的手法的广告，对不对哈？让你们可以去思考。所以导演的立场，他就会觉得这个广告拍得非常的好。那我们来听听看航空公司。航空公司说了，对不起SARS 才刚结束，旅游业一落千丈，对不对？你在7月鬼月的时候推出这样的广告，你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简直打击我们的这个，是不是？所以这是第一个他们抗议。第二个他们说，在飞机上如果万一有乘客不舒服，都会非常隐秘的，对不对哈？把客人移到比较隐秘的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区，不会让旁边的人会感觉到非常的惊恐。就比如说心脏病发作，绝对不会像那个影片当中描述的，就拿一块布这样拉上去，那旁边的人会吓坏了，对不对哈？那航空公司说这个太草率了，怎么可以这样污蔑我们对这个客人的这个权益的这种，对不对哈？不会这样处理的，那你怎么可以这样描绘？所以你说航空公司抗议的有没有道理啊？当然有道理啊，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这样拍呢？对。可是我觉得那一段不是这样子，我觉得那一段反而是它有一个，它让人家感觉说香烟是让一个很舒服、很美丽、很带有效果，让你感觉很舒服的环境。然后例如说，你可能对他帮你盖被子，可是实际上透过这个盖被子带你走向死亡的那种意思。我觉得那一段倒是有点感觉，就是说你可能去抽烟，然后会慢慢的抽烟不知不觉就，然后是从一个美丽然后走向死亡，被美丽的诱惑这样。而不是那段，我倒觉得不是。那个戴白布那一段，不是在模拟那个航空的那个服务。那个应该是航空飞机上不能抽烟，所以不如此人算。其实我家是之前看起来有点模糊，可是现在听老师讲之后，我有个感想，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创意。他利用搭飞机那种乘上高空那种四周都是云雾那种飘飘的，去形容抽烟飘飘然的感觉，而且是在那种，因为飞机上面的服务都是让顾客感受备受尊重，服务体贴啊，什么什么都受到照顾，好像你在实现某一些愿望一样。那事实上到最后告诉你说，你在享受的过程，事实上你不知不觉你是踏上一个死亡旅程，而且因为那个旅程虽然是很美妙的，可是那是一个无人驾驶的旅程，所以最后一定走向死亡。我觉得他是在代表这样，他是在呈现这样的一个意涵在里面，而不是想去污蔑那个航空公司。其实他会这样去设计化，基本上他是很遵从航空公司航空旅程中所提供的服务是这么的好。
所以他才会去说，才会让人家觉得说抽烟事实上是一个很好的感觉，只不过是最后的结局是那么的悲惨而已。我想啊，那个导演在这边听到的话，他一定会觉得真的，这就是我的知音，对不对？完全讲出来我导演想要表达的。可是各位要想一个问题啊，就是大部分的广告啊，一般的观众在看的时候能不能看到这么深入，对不对哈？那所以航空公司的抗议就是说，一般人你在放这个广告的时候，请各位注意，创意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哈？那我们卖的这个东西哦，你看这个连接是不是可以？你要做这样的手法，是不是让观众可以立刻就感同身受，说，哎，我了解导演要想卖的是什么，对不对哈？那我们再三的讲，广告里面创意非常重要。有的时候我们看广告，后来会恍然大悟，哦，原来他是要卖这个东西，对不对哈？然后你会觉得说，这个创意真好，他怎么会这样设计，对不对哈？那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导演这样子的手法，他用了这样的创意的手法，到最后会让你鼓掌，对不对哈？到最后会让你觉得说，哎，这个设计真的我从来没有想到，可是它一点都不突兀，对不对哈？非常的顺理成章，对不对哈？它是千外一张，可是你觉得是合乎逻辑的，对不对哈？那就非常的好。那所以刚才同学讲的没错，导演他原本想的是这个样子，他所以要教育民众，就是我现在要传递的是这样的意涵。不过对大多数的人，他看到的他没有办法看进去，对不对哈？他没有办法看那么深入，所以他直觉的感觉就是说，我不知道你要反烟跟这个航空公司怎么扯得上关系，这个连接我没有办法，我中间有好大的一个 gap， 对不对哈？我有好大的一个鸿沟，我没有办法弥补。所以一个好的创意，一个好的广告的作品，其实它要不费力的让观众很快的搭起这个桥梁，知道导演的创意跟我们心中的 expectation， 我们的预期是不是能够 match， 那怎么样子的创意它才能够做这样的 match？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来看看下面一个广告，有没有这样的效果，对不对哈？是一个非常在地的广告，要不然其他的文化环境之下，他不能了解什么叫T档啊，对不对？他不了解这个人怎么会突然就这样子发作了，对不对哈？现在就很傻逼了。太夸张了。太夸张了。不可能看电视看成这个样子。广告可能当然会非常夸张，对不对？他一定要夸大，要不然他没有戏剧性嘛，对不对？他当然要夸大。好，那你觉得这个广告怎么样？有没有注意到其中有一个角色是非常重要？除了这个T档的小孩，那个小孩在这边重不重要？非常重要。你看他吃什么呢？他为什么要吃西瓜？他为什么不吃莲雾、芭乐？清凉吗？你看他吃西瓜会怎么样？水都流下来，对不对？那当然，那就有那种感觉，对不对？他当然不能吃芭乐，他不能吃莲雾，对不对？因为就没有那个意象。那个意象是什么？他到忘我的那个地步，对不对？好，那个西瓜是这样流着下，所以那个在拍广告的时候，每一个道具、每一个人物、每一个陪衬的角色，通通非常重要。今天这个角色如果没有这个小孩，这个广告的力量就削弱了很多。可是有了这个小孩啊，他就增色10分。这个小孩的角色非常重要。用这个小孩的眼光来看呢，哎，这个 MTV 的电台这么厉害，对不对？那个人一听闻鸡起舞，对不对？到最后你看看最后快结束的时候，各位有没有发现那个小孩他就想再去试一下，好，所以那个这是一个得奖的广告，因为有些广告你会觉得跟我们还是有点隔阂，对不对？好，或者是我们看那个刚才那个柯医生的广告，你觉得那是上层阶级的，对不对？好，上流美的那样生活，可是这个广告是非常在地的，非常在地的。那他讲 MTV 多么好，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让你身不由己。这一个得奖的广告，我觉得他这个创意非常好。你本来会觉得这到底在卖什么呢？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怎么会去打呢，对不对哈？没有想到原来他是在广告一个电台，这个电台的音乐一放出来就让你身不由己。于是你后来会发现，这个导演的创意真的非常好啊，对不对哈？本来我们没有想到的，可是当你想到以后，你看完这个你会觉得会心一笑，原来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哈？所以你不会要太复杂的去做这个认知的判断，因为
像前面这个香烟的广告，你就必须要花一点脑筋，对不对？哈，去想为什么要这样拍。那像这个广告，它在认知上不让你造成任何的障碍和困难，你没有文化接触上的这个不便利性，对不对？哈，所以你在看这个广告的时候，你非常容易的进入这样的情况，然后你也了解，然后你感同身受，在这个社会里面，你知道这个文化的现象，所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在地一个广告。我们再看一个广告，就休息一下。Chanel. Benz. Nice car. Ford Metro Star. Ford 全球销售突破25万辆，71万8升级版限量典藏。好，这个广告各位觉得怎么样？不错。还是不错，为什么不错？我们平常买车子都会除了看外形以外我们常常会喜欢关它的那个车门看看那个声音好不好听。对。如果声音很好听的话，那个车子的价值感感觉都比较高。那刚他就可以判断他换的是什么品牌，他表示他耳朵很灵可是他听那个 Metro Star 的关门声，他误以为是 Benz， 那表示说 Metro Star 它的铸造的价值就已经跟 Benz 已经超过同等级了，对不对哈？同等级。所以这个广告聪不聪明？厉害。聪明。他是故意车商把 Metro Star 拉起来跟 Benz 让它同等级。对，那 Benz 可不可以去告他？奇怪，你的车跟我差的价钱差那么多，你还敢这个样子？他可不可以去告他？告没有道理啊。告没有道理，为什么呢？广告上必须要这样，我当然要把我的产品跟更高等级的去拉起来啊。对啊，可是广告上常常把一个产品跟另外一个产品做比较，对不对哈？那可是我如果说这个产品的东西很烂的话，那个厂商绝对要去告你，对不对哈？那今天他也用了同样的手法，他也是用比较，我这个产品跟其他的产品来做比较，我是用跟 Benz 来比较，对不对哈？可是 Benz 可不可以去告他呢？关门声音一样，其他的还是领得上。其他还是领得上。这个广告前半段还不错，可是后半段我就觉得，可能我要求比较高，我就觉得说他把他的名声打出来，应该后半段应该还有什么名气的，然后可以让人家知道说里面这是福特，而不要直接讲说福特活得很精彩这样。这样感觉整个效果又气势上又差了一点点。还要再多一点。刚才我们那个影片又有一点问题，很讨厌。刚才最低的他听到的是什么？好，徕卡。这个广告有长短的不同的版本。他第一个是听徕卡，是不是？徕卡是相机，对不对？哈，他可以听得出来，那个人家咔一声他就知道是徕卡相机。第二个他可以听到什么？枫叶他说 maple tree 有没有？好，各位 maple leaf。他可以听到那个枫叶的声音。第三个才是 Chanel 的名牌，好，第四个就是 Benz， 对不对哈？那这个广告设计的非常聪明，就是我的产品可以跟 Benz 来做相提并论，而且 Benz 还不能告他就是因为说我见贤思齐不可以吗？我承认你好厉害，对不对？你的地位很高，对不对？那我的产品人家听错了，听成你的，那我们当然知道你的地位是这样子，对不对哈？那我们这个车子做到已经跟你。就是想要朝你这样发展就对了啦，对不对？所以那个 Benz 还不能告他。好，这个产品各位看看，它的设计非常的聪明，它是利用一个盲人，对不对哈？可是各位想想看，这个盲人可以听得出来徕卡，也可以听得出来 Chanel， 对不对哈？可以听得出来车子，为什么还要说它可以听得出来 Maple 枫叶呢？为什么？最细致的声音都可以分辨出来。你知道他们在想的时候发现可以加入这个 Maple Tree， 高兴了，非常高兴。为什么？我们不喜欢一个，你知道那个诺基亚手机不是说科技始终来自人性吗？假如一个盲人他只能听这些名牌，对不对哈？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人蛮市侩的，对不对？功利主义太那个。但是加入 Maple Tree， 他就立刻冲淡了，他就有人文的
素养出来了，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人也懂得风花雪月，对不对？好，这个人也不是名牌，只会名牌啊，所以他们非常小心的，他们知道怎么样设计，我要放什么元素，然后抬高这个盲人，这个盲人不是只会听名牌，那这个人就太势利了，对不对？好，他不要，他要放一点这个东西，所以放了 Maple Tree 那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设计，他知道。可是在这边都有没有发现，为什么都讲英文呢？那车子是卖给层次比较高的人。哦，真的、卖给城市听得懂英文的，对不对？当然呢，他很可能是这样的，因为广告他一定会锁定他的消费群嘛，对不对？好，他的消费群是有一点品味的，对不对？好，知道名牌的，起码要认识 Chanel， 什么叫徕卡，什么叫 Benz， 对不对？好，要不然对一些人可能还不知道，对不对？好，那所以他是要锁定这些人，所以他都用英文的。另外，英文会不会感觉到让你会觉得这个？像我们都有一点刻板印象，就觉得西方是先进的，对不对？哈，西方是比较好的，连盲人都是一个外国人。崇洋，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广告里面经常呈现，你假如去看 Nike， 你如果看那些东西哈，你都可以发现，我们这个根深蒂固里面的这个观念，真的会认为西方是先进，西方是讲理的，好，西方是科技文明的，哈，西方的产品是比较好的。在广告当中大概就会告诉你这样。世界性的那个，是啊，所以我们在连小孩都知道，对啊，所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就是你所以慢慢的在耳濡目染或者是日积月累之下，对不对哈？那新一代的人慢慢就形成了对这个我们这个国族的想象，或者是对其他国家的想象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跟大家讲过，以前我们做研究，我们就看小孩子，因为看卡通影片，他买了很多国外的产品，对不对哈？比如说日本的这种东西，我们就问他，你这前面放了一个东西哦，这个美国制造的、日本做的、台湾做的，你们要选哪一个？没有人会选台湾的，台湾的产品怎么样？烂，粗制滥造，仿冒。你看那921地震，他会告诉你好多那个事实哦。我在夜市上买了一个东西，日本的那种卡带，完几下就坏掉，日本东西好。美国的东西也好，品质也好，好，那就是他们的感觉，好，那所以我们慢慢就形成了对这些不同的这种想象，那所以广告大概是谈这些东西，当然运用很多我们刚才谈过的角度啦、光线啦、道具啊、演员啊，对不对？好，所有的这些东西。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继续。好，我们大概在4点20，在4点到4点20左右，我们会前往上。这个时间大概有一点延后了啊，大概是5点半左右，我们会到达那个上体，因为天色这种到1月中的12月中的时候，天色比较容易暗哦，山上天色比较容易暗，所以为了住宿还有一方面，我是觉得说不要太晚了啊，不要太晚进去，所以大概是5点半左右我们会到达这个上品哦，然后晚上我们大概会安排他有招待2个小时的卡拉 OK， 那我听黄馆长说那边也可以游泳哦，这方面我们再问一下哦。那边有游泳池哦。温水的吗？卡拉 OK 中哎。我再问一下好不好？这里我不确定。还有身份证一定要带，因为要办入山证。对，这个一定要带哦。哦，这个我们会再通知哈。然后游泳池的部分我再问看看哦，是不是温水游泳池哈？好。那再来第二天我们早上的行程，请大家自己看一下哈。然后大概我们7点半，请大家一定要带身份证件哦。我们要办脚手术上要进去哈。那是乙种呢？改成乙种。新的乙种啊？对，改成。哦，就改了，好 ，OK。但是要身份证，没有身份证。要身份证哈。那有身份证哦。拿到中午我们也是在善民商餐用餐哦。拿到下午我们大概吃饱饭之后休息之后，我们会前往旗安山。这个地方是我觉得我请旅行社多加进去的啦。本来我觉得想说让大家早一点回家哦。那旅行社是说建议我们说，既然出来2天，就让大家玩个够一点哦，因为隔天礼拜天不用上课哦。那所以我们旗安山我是去过了，我不晓得同学去的人多不多。那我是觉得它是一个好像不是台湾哦，
是一个另外的一个学校，也是另外一个图书馆，另外一个学习环境哦。而我是觉得值得大家去看一下，假如你没有去过的人，我自己去看过一次，我是觉得蛮感动，因为那边好像与世隔绝哦，我是觉得很想再去一次哦。那我不晓得各位的意见是怎么样子的哦。好。然后我们再来旗安山，大概停了1个小时之后，我们会到甲仙哦，尬仙哦，它这边著名就是蚵仔了哈，我们去买一些特产啊。回程刚好经过那边哈，然后这样子回来，因为它是大型车哦，我们估的可能比较长一点啊。大型车回到高雄，我们也是一样在火车站停留，然后回到中山大学哦，那大概是估计啊是大概，它这边是写6点啊，因为这个大型车有时候加上塞车，行程比较难估计哈。那他是说，假如大家还意犹未尽的话，可以带大家到那个六合夜市再吃啊，哦，吃完了之后再回家。不过我不晓得哦，到时候可以再说哈。然后这边的费用哦，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大概是游览车的费用是450块啊，一个人平均是450块。然后它有一个保险期100万的保险，还有医疗险3万是96块，哦。另外我们有一个善平山庄的套装行程，它是接驳专车、甲种陆山镇，还有园区的那个随缘大使，还有木屋套网，加上这个所有的一个行程哦，它是1580。那这个1580跟各位报告一下，你网络上看到是1380哦，不过网络上看到是2个人睡一间啊，然后2个人要睡1个床哦，所以刚才我给各位调查那个表哦。你假如不 care 2个人，我是不能，我是2个人睡1个床，我睡不着啊。假如说你2个人要省400块，你可以或者是2个人要省400块，然后你也可以忍受，就是说跟另外一个同学一起睡的话，那你就可以省400块，2个人就可以省400块哦。那我们也可以帮你安排哦。所以我给各位的行程就是说，假设你是2个人要睡2个床，那就是2000块，哦，我们已经交了500块了嘛，哈，我们已经交500块定金，所以你就是要交1500块。可是你假如说2个人要睡1个床，或者是4个人要睡2个床，哦，那就是1300块，一个人就是交1300块，哦，那这个旅行社给我们的钱是总共是2100块，哦，那我们原则上是交2000块。另外100块就是由那个推广部那边会补助1万块，那这个1万块我们就当做这个不够的钱的补助，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世雅跟我们导师要跟我们一起去，所以这方面我们不跟老师跟世雅收钱，我们也从这方面把它支出。另外我们会买一些大家晚上的宵夜哈，然后还有一些水果带上去哦。科科？哦，科学面哦，这个问题啊，哦，所以我们原则上就是2000块，哦，2000块扣掉你已经交了保证金500块的话，就是1500块。那我们原则上是从下礼拜开始收，哦。这个礼拜让大家回去存一下钱，哦，下个礼拜开始收。那你假如身上钱很多不方便再带回家，你也可以明天就交给，或者今天就开始交。那因为总务最近好像肚子，她快要怀孕了哦，是她快要生产了哦，肚子比较大哦，没有那么大，她可能怀孕初期有一点不适应了哈，所以还是由我跟明启帮忙大家收了哈。不是的，讲这种女生的事情，我就比较会忘词意啊。所以原则上就是2000块，然后假如我目前只有2位同学要带眷属去哦，那个钱因为我在私下跟大家算哦，可能就是说你们那个房价会比较少，可是因为班上没有补助，所以应该跟一般同学家的价钱应该会差不多。吴老师，你那个小孩子应该没有3岁以下啊？啊，没有，因为3岁以下不用钱啊。不过我们不再接受3岁以下报名。
好。那请问一下各位对这个行程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刚才给各位那个调查表，就是你要住房间的调查表，还有那个你要在哪边上车，请同学务必要填写清楚，我们才要报跟各位同学你收钱。这个行程有没有问题？他表里对吗？没有哈，好。那我们大概就先这样子哈。那我们就把时间还给老师哈，谢谢。好棒好棒。那另外好的一点在什么地方？你看这个广告，你的心情怎么样？分析一下，你会不会觉得它蛮幽默的？因为一个广告如果打这个幽默啊，那会让人家分外的觉得喜欢，对不对哈？所以还有，而且他让女生非常的开心，因为他颠覆了传统性别角色的那一套印象。所以黄先生，你觉得很好吃？我觉得他很可怜。为了一个猫咪就这样子，这是太那个了吧？行。eBay 上面可以搜寻。eBay 上面可以搜寻唐先生吗？唐先生等于新好。唐先生等于新好男人，对，我们看到了，哎，就这样，大家会觉得两性平等吗？不平等嘛，其实是不平等的，对不对？好，现在抬高女人的地位，对不对？好，那这个男生看起来，可是大家会同情这个唐先生，还是喜欢这个唐太太比较多一点？同情唐先生。你看一般人的反应是怎么样？同情唐先生比较多。我是比较同情他，因为我觉得他要打破一个花瓶，虽然他很心爱，可是要做那么多的家事来理解。对啊，好像要做一类，因为他那个广告，像他什么年轻我有做到年哇。很多人说这个打破花瓶其实是唐太太自己脚勾到的，对不对？哈，那他们就觉得更心里面的很难评啊哈。所以你看这个广告，其实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帮男人说话的，对不对？你会看到多半的人会同情唐先生，觉得唐先生真的非常可怜，对不对？好，这个太太就打破一个花瓶嘛，你居然就这样子奴役百姓，对不对？哈，看起来很这个，所以他是你真的想他有没有真的提高女性的地位呢？我其实蛮怀疑的，对不对？哈，因为一般人还是会蛮同情唐先生的，太传神了。唐先生是戏剧研究所的，难怪他的表现非常的好。你知道他那个表情不夸张的，好，所以没有非常夸张的表现，好，但是在平时当中啊，他就可以表现出来这个先生偶尔嘴角抽搐一下，对不对？好，但是很受委屈，对不对？他表演的那个角色真的恰如其分，非常好，让人耳目一新，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一个。看过了，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全部怎么喜欢？嘿，到菲莫斯 ，No problem 吗？做节目啊，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小腿不走样才怪。不过到菲莫斯 ，No problem。你会发现当女人好辛苦，活得漂亮，斤斤计较，生活要感性，身材要性感。菲莫斯和你感同身受，伸手越窈窕，世界越开阔。菲莫斯国际美容机构，080-212-468。好，我们其实刚才在唐先生之前也看到了一个这个塑身的广告，对不对哈？那这个广告也是一样，所以常常有人说，广告会物化女性，怎么会看出来物化女性？各位看看刚才这个广告有没有物化女性的嫌疑呢？商业化，越苗条，然后生活越自在。对，所以好像我们一窝蜂都要去很苗条。好，那他为什么要找李秀媛来做广告？李秀媛的身材好
吗？其实不太好，对不对？好，可是他为什么要找李秀妍来做广告？一般观众才能接受，为什么一般观众会接受色彩不太好？才不会自卑感。我们一般主要是每个人身材都不太好，所以我们会比较愿意。他瘦，李秀妍他瘦，他这个广告只要打身材要瘦他不是要多好，他只是要瘦然后他刚好符合这个条件，所以就算可以，看他小腿细然后还有呢，李秀妍是属于什么样的人？精明干练，他是不是属于波霸的那种人？他是说，他是属于知性还是感性啊？比较知性的。我们常会觉得知性的女人比较我跟知性的吕秀莲。真的很像啊。这个他为什么要找李秀妍做广告？其实李秀妍身材也不好，对不对？好，虽然大家会说她这样比较接近我们一般人，好，那他要讲的是什么？因为李秀妍主持的节目给人的感觉是知性的，那他现在想，本来是好像没有什么思想内涵的女人才会追求这个身材，对不对？好，那现在连知性的女人都一样，对不对？哈，女人是不管什么样子的阶级地位，那个社会的水准，但是都一样，在这个塑身广告的风潮之下。然后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广告？它会把女人的身体切成好几个部分，有没有？我们看了很多塑身的广告，它都告诉你这个手背要怎么样，对不对？好，怎么样标准？小腿啊，大腿啊，对不对？哈，这个臀部啊，所以他就把每一个地方都切割出来。好，那所以这个塑身广告很多人批评它会让女人憎恨自己，对不对？好，多出来一块肉，对不对？哈，那边又不合标准，而且他告诉你打出的口号就是说，这些东西都可以经过现代科技，对不对？哈，都可以经过某一些企业，对不对？哈，它都可以帮你消除你这些烦恼，对不对？好，那所以用到的这些手法会告诉你说，一个即使是很有智慧的女人，大概都臣服这种美貌的迷思，对不对？哈，然后你要斤斤计较你的身材，因为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对不对？好。因为跟这个相关的，因为蔡燕平老师说的那个。蔡燕平他说自然就是美。蔡燕平我不记得他做什么广告，我们记得他讲的是自然就是美。对啊。他所讲的广告，很多场合都是他自己在做，但是他讲的国语也是标准化台湾国语，但是他在大陆生意做得很好，而且还达到什么博士，我们看了广告我们也搞不清楚。他当然就是用自己来当代言人就对了哈。那我想可以说服别人的就是他的年纪也不小了，对不对哈？然后可以维持这样。对，大概是这样。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广告。她怀抱着一个女人，对不对哈？这个女人呢，你们有没有特别注意她的穿着打扮？有，要很辣，对不对？很性感。她为什么不找一个良家妇女那种贤妻良母的那种角色呢？那个好像不太对劲，对不对哈？那这边就有我们的文化意涵，对不对哈？我们的文化意涵里面就是贤妻良母，她大概不会要表现她的情欲，这样不好，对不对哈？所以一定要辣妹，对不对哈？然后你看那个女主角很有意思她眼睛会放电这个样子，有没有哈？然后很暧昧的地方就是她说。这个晚上你可以看到那个要结束的时候，他什么话都不讲，可是那个灯又亮起来了，对不对哈？那观众在看到这个时候都会心，对不对哈？都了解，接下来还有后面还有很多要忙的事情，对不对哈？所以这个广告告诉你的就是，他非常清楚，他也知道针对的对象是什么样子的人，对不对哈？所以他就要是我们一般大概会觉得这个广告蛮好玩的，对不对哈？很有意思的，但是它这个广告就是以前比较流行的，现在比较有一些想法的，他大概不会用这种硬性销售的方式，好，这种广告会比较少一点，好。冰人啊，唔通啊，无甲喙拢破空，破空就喷跟当。跟当保有混含有 Berry， 对嚼槟榔造成的嘴破、口腔溃烂，能抗炎止痛。孙丢丢跟当保有混，叫好。
这个料理有多好，对不对哈？可是你注意在这边这个道具的使用和演员的挑选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各位看到他说广东木药师，这个谁来介绍？药师，你怎么知道他是药师呢？他穿了白色的，对不对哈？那他为什么要穿白色的呢？让你以为他就是专业的医药界的人，可能是医生，对不对哈？所以他特别让他穿这个白色的衣服。好，那这边女性的角色常常被人家批评说轻重啊、花瓶啊。你看这边有一个槟榔西施的角色吧，对不对？他因为说吃槟榔常常会造成那个口腔什么，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道具的花瓶在这里，这个槟榔西施的角色，好，可以看得很明显。好，再来。酸酸甜甜的福利，让你福了起来。福利饮料。好，我们继续看下面一个。希望给他比较自由啦，然后所以可以去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啊。新的方法是，它腰很低，叉又开得高，爱怎么动就怎么动。吸了这么多，还是这么干爽小屁屁好健康哦，嘘嘘，妈妈希望你永远自由自在，去发现你的世界哦。红色邦宝适，还有绵柔倍层的绿色邦宝适。爽你。好，我们刚才连续看两个广告一个是福利饮料，一个是邦宝适。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女生在广告当中，通常广告什么产品会找女生？吃的、家用的，对不对？还有什么？化妆品。女生各位如果注意在广告当中，通常代言的就是什么家用的产品，对不对哈？所以你看女生女生她没有什么需要操心的国家大事对不对哈？那广告当中的女生很奇怪，她可以为了找到一个可以洗马桶的高兴的欣喜若狂那她广告要呈现的就是这样，女人就是待在家里，对不对哈？那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找一些洗发精这个洗家庭的那个排油烟机像那些东西。好，刚才各位有没有听到那些广告的旁白多半是女生的声音还是男生的声音呢？前面本来是女生，对不对哈？可是你会注意到有的时候是男生来配这个旁白所以大部分的广告里面旁白的声音通常男生用到重要资讯的时候，通常是男生来做旁白，即使是给女生用的产品比如说卫生棉这样的产品，那也是用男生来做。为什么要用男生来旁白呢？男生的声音给我们什么感觉？雄壮、稳重。男生的声音主要会给我们理性、稳重、聪明的，他不是非常随便乱写的，他是聪明的、有智慧的选择。好，待会儿我们再来看看。好，我们看看现在这个广告。好，我们看这个女生在流眼泪，对不对？为了什么事情流眼泪呢？你猜她可能为了什么事情流眼泪？好，眼睛不舒服。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好，暂停。大家会觉得，这个理所当然，对不对哈？如果找一个男生在那边流眼泪，大家就觉得很怪，对不对哈？所以我们的文化的情境告诉我们，只有女生比较注意价钱贪小便宜，对不对？你看，早知道就犯法，对不对哈？所以这个广告用了我们一般人的预期的心理，对不对哈？女生精打细算，对不对哈？非常注意这个小的这个问题，所以一个女人在那边流眼泪。好，晚上你还是让自己动弹不得吗？我可不需要，因为我用苏菲夜用型。苏菲独特的立体防漏侧边能挡住水分，即使翻动也不会侧漏，尾端加长加宽，紧紧包住，不怕后漏。是效不在，一继续啊。苏菲夜用型，夜用超长型。元老苏菲真的好放心。好，所以你看在这个广告当中可以非常清楚，讲到重要资讯的时候是男生来voice over 他做旁白，为什么呢？因为男生告诉你为什么要选择苏菲，它的好处在哪边，对不对男生讲出来，
条理分明，非常清楚，理智的选择，对不对？好，智慧的这个抉择，所以要用男生的声音。好。也仍然用男性来扮演之外，就是男生在广告当中通常是扮演主宰的角色，做决策的角色，他扮演要开重要的会议，对不对？担任高阶的位置，然后他做出来的手势大概都是指示的、命令的，对不对？非常坚决的、有智慧的。但是女生他们发现，在广告当中经常是不敢面对镜头躲在男生的背后当做道具对不对？我们刚才看了很多。等一下，以后我们看的广告大概还会呈现这样子，所以他们说女生在比例上跟男性差的非常的多，就在于广告的呈现上面，对于女性有没有尊重他们的人数的多少就是respect 跟 recognition 在这两方面那女性跟男生来比都是比不上非常不一样，所以这个广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你看这个男生就是带着指导的这个角色来做这样子的这个拍摄。好，我们再看看下面的。我要申请手机和门号。好的，马上为您办理。移动好了，真有效率。100家服务中心及各大通信行，随到随办，立即通话。0935台湾大哥大。好。台湾大哥大是非常具体的另外一个广告，显示男生跟女生的地位差异。在这个广告当中，大家有没有发现，只要照男性的时候，他多半都是正面的比较大的特写，对不对？那相对的，从他的眼光来看女生，那女生的角色是什么呢？是服务性的、支持性的，对不对？那女生担任什么？这个广告一炮而红，就是这个日本人演这个台湾大哥大，然后这个日本人扮演什么呢？决策者，对不对？这个公司的主管，对不对？然后他到这边去，这个女性的角色就是支持的、服务的我们这边有手机好几种，你看你要选哪一种，对不对？那很有意思的是，后来这个男主角走出来的时候，你能在他背后看到一个女性的角色，对不对？只有露出脸孔而已，对不对？那画面很快的扫过去，因为这个女生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女生代表的什么样子的位置呢？就是这个男性的决策者在走出来的时候，身旁必须要有一些喽啰，对不对？要有一些随从，这个女生就扮演这样的角色。这个广告做出来以后根据调查，他们发现台湾中小企业主就非常喜欢台湾大哥大，为什么呢？台湾大哥大确实营造出来这样的气氛中小企业主他要的就是这样子，有人崇拜，对不对？非常女性是非常尊崇的眼光来看着他背后有一些代言的群众，跟泛亚电信老鸟跟菜鸟那个传递出来的那个讯息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你看泛亚电信老鸟跟菜鸟传递出来的讯息是什么？那就是我们一般老百姓，对不对？一般老百姓，对不对？跑业务的，对不对？所以广告确实可以营造出来，他想要对准什么样的观众，他要营造什么样子的感觉，对不对？完全可以透过那样子做出来。所以台湾中小企业主当时他们就喜欢这个台湾大哥大的手机因为这个广告非常成功的告诉你这个男性的角色应该是怎么样在这个广告当中。老师呢，这个可能跟那个广告刚开始出来跟最后有关系的，因为早期大哥大刚出来的时候，我记得一般就是像那个宝钢点的那种大老板他们买那个黑金刚的，非常大的。对，那因为在工地里面有时候一上10几层楼，要下楼不方便那要联络的话比较方便，那就只有那种大工程的老板那个才有。后来慢慢的就是成功的男人也有一支那最后再慢慢的就是一般跑业务的也有，像最近那个广告就是连那个小女生叫披萨叫做披萨，那个就是变成最后的消费群就是变成那个一般的小女生都应该也要有一支这样。所以它是最后是一网打尽。没有错所以你可以看到广告它就是可以带领风潮，然后它让我们知道说，
手机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哈？人人都要有一支，所以台湾大哥大这个广告，第一个是让我们大家都了解，大哥大就是手机的代名词，因为大哥大这个字本来是从香港那边传过来的，对不对哈？那代表大哥级的那种人，对不对哈？才需要用到这种手机。那另外就是大哥大，因为他要常常做决策嘛，对不对哈？所以需要用到手机这个东西。所以不但告诉我们的手机叫做大哥大，另外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人必须要有这样子的手机的配备，对不对哈？那接下来就像同学讲的，真的后来手机的层面越来越广，包括一般的小市民，对不对哈？那你会发现现在的手机主打群是谁呢？完全是年轻的一代，完全是年轻的一代，因为他知道从这个地方年轻的人一代比较喜欢换手机，对不对哈？喜欢功能很多的，对不对哈？那至于老人可以用，老人只会用一种功能，接电话，连发 email 都不太会发，对不对哈？什么简讯都不会做，对不对？所以你看年轻人跟老一代真的差很多。你相不相信我们老人真的只会接听电话，对不对哈？看一看简讯。那年轻的一代，他可能会花1个晚上的时间把这个手机的 menu 全部都读完，对不对哈？然后他知道干什么。淘汰的就很好。是。那次我跟我学生出去，就拿他手机这样看，然后我就说，什么关系呢？然后他在旁边看着我，然后我们就做这个动作，他说。一看就知道你跟我们只有很大魅力的差距。现在人都单手操作，会用2只手做这种东西，表示你是老年人。他年轻人都是单手打简讯，你会这样子按就是老人。对，我真的很佩服他们，你说单手打简讯，他们的速度又快又好真的好厉害。我们搞了半天，反正就很难发。他是这样按的吗？是。大拇指。哦，这么灵活。大拇指有这么灵活？那没有那。比较厉害，大拇指就有这么灵活。绝对没有嘛，对不对？对。翻到谁的手机有照相功能的，举手一下。真的吗？全部都有 KK 吗？我的最老，我的大只，没有那么丑，打不习惯，年轻人那么厉害广告。那有中文字可以按吗？有注音吗？注音很好在哪里注音？像我旧的注音哪里？我们真的不知道那个手机有照相功能，可以在什么地方？你们也常常有去照相？没有，那就是纯粹是追求什么输入法？钱太多，追求什么？注意的。还是有什么注意？小海豚对啊，我们只要小海豚就已经够好了，对不对？我真的不知道，可是我后来才发现，年轻人照相功能有什么用呢？他们包括在外面吃饭的时候都会把那个菜色也照一照。对，然后传输给朋友说，下次你们可以来这家这家的气氛美、灯光佳之类的，这个菜色很不错。他们还会做这样的事情，太厉害。对呀。掌控式的。而且都还会比较嘛，对不对哈？要把那个钱存下来。哎呀。对啊，而且他们换的速度很快换的速度很快。我上次问学生，17000-8000的手机对他们来讲不算什么呀，很正常啊。老师才用那个家门号，只要1000多块钱的就可以了，对不对？好，差了非常多。好。
这个酒类的广告，国外的酒类的广告，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手法就会比较大胆一点，对不对哈？在这边有没有用到性的暗示？有，你可以看到露胸啊、屁股啊，对不对哈？用手来抹他的嘴巴哈，那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明显，他用了这种性的诉求，在国外用这个性的诉求来打广告的，那比比皆是，非常非常多哈，因为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可以在上面玩非常多的花样。那另外，各位看这个广告有没有发现有没有什么性别的意识形态，或者是其他的意识形态、刻板印象？有没有年龄的意识形态？有。有钱有势怎么样呢？成就美人，可是美人最后还在他怀抱吗？没有啊，他找年轻的嘛，所以你们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年龄的歧视哦，在广告里面是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大老板有钱，对不对哈？那社会地位很高，甚至还可以买游艇，没有用，对不对？年轻的帅哥来的时候，女人就跟着年轻的帅哥走，对不对哈？所以这个年龄的这个歧视可以看得很明显。好，还有没有？好，继续放。打125的哦，认得动吗？容易125，不但新潮，而且好吃。真的？可以载我一程吗？哇，你看，不用熄火，你可以开坐垫的。女生是125，这么说，那些臭男生想追我们，还有的瞧呢。真的？今天晚上有空吗？到2011年都没空。我的新班，新潮耐如意125。好，我们看这个广告，这个它要主打的是现在这个摩托车它要非常轻巧，对不对哈？女生也可以牵得动，对不对哈？它主要要传递就是这样的讯息。可是在这边呢，你仍然可以看到，在这个片子里面两性平不平等？为什么不平等？你为什么会说？他用那个就是好像越重的车子就是男生可以骑女生就已经骑轻巧的，对，那好像有一种重男轻女嘛。那女生本来牵那个重型机车就很辛苦嘛，对不对？他现在要说这个机车很轻便，女生也可以骑得动。可是在这里哦，他安排了一个男性的角色，对不对？好，那男性的角色，很奇怪哦，以前我们的机车广告多半都是一定是男生载女生，对不对？哈，很少女生载男生。可是这个广告呢，它就变成女生载男生，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广告怎么样？好，我们刚刚看到这个Baskin的广告，你觉得拍摄的怎么样？很好。好，说他为什么很好？因为平常做那个事情，好像理论上好像都是女生做，对，现在这个男生做，而且还做得很愉快。非常好，非常好。拖地。所以他是比较良性平等，对不对？我们其实真的你要去看广告，能够真正宣扬两性平等、互相尊重、然后和平相处的广告不太多。他这个广告我觉得他拍得不错，除了男主角显示出来做的事情好像非常心甘情愿，对不对？好，然后还乐在其中。还有没有呢？我们来谈谈它的光影呢？你们觉得它这个里面颜色选的是什么？很亮吗？昏黄会给你什么感觉？比较柔，比较温暖吗？还是比较硬，比较冷？比较温暖，对不对？它要传递就是很温暖的情境，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它选择的光影，它故意打出来的灯光就是这样，比较昏黄的。我们来看它是拖这样子的地吗？它是拖什么？木板给我们什么感觉？这个家质感不错，没错，因为木头那个质感就比较温润，对不对？哈，大理石呢，冷冰冰，对不对？好，所以他们在选场景这个道具非常非常的小心。木板
给人感觉温润，对不对？好，那脱了那种光泽，木板尤其咖啡色哦，对不对？好，它就可以配合那个营造那种温暖的气氛。有没有特写镜头？有，它什么地方特写镜头？擦高跟鞋。它为什么要擦高跟鞋？特别用了特写镜头。表示他做事情很细腻。没错，表示他做事很细腻，表示他真的是爱太太，对不对？好，他才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为什么不做其他的特写镜头？他特别做这个高跟鞋的特写镜头，对不对？好，还有那个栏杆那种，对不对？好，做事很细腻，对不对？他让你感觉到男生做这个事情真的是乐在其中，也可以做得很好，对不对？所以这个广告那个特别看到墙上有没有一幅画？连墙上的画都要非常仔细的挑选。墙上是一个什么画？有没有印象？没有注意到，好多花朵，玫瑰花那样子的花朵。对，所以它每一个场景哦，它每一个道具都要非常小心的挑选。结果光影啊、特写镜头啦、音乐，各位有没有觉得音乐配合的很好？对不对？好，很轻柔的，对不对？好，也不是太吵的。所以你看，我们讲的电影的元素哦，它全部包含在里面。它有特写镜头，它有光影，它有道具，对不对？哈，它有这些细致的动作，于是整体就营造出来一个感觉，这是一个恋家的爱太太的男人，对不对？好，然后双方的互动看出来是非常亲密的，对不对？好，有没有可以批评的地方呢？拖把那当然要选择适当的工具，然后事半功倍，这个很重要。聪明的男人会选择适当的工具，这当然很聪明。对，甜蜜的家庭当然需要这种必备的这些器具。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可以批评的地方？真的，我们如果要吹毛求疵的话。那个男人可能事业在家，因为刚刚那个女生她是穿着很正式的那个。好，非常好，这个女生穿得很正式，女生是上班，对不对？男生可能事业在家。他是从外面走进来，不是从。对，从外面走进来，我们就知道女生上班。对，他可能是刚下班回家。对。他看事业的先在家，也会帮忙做家事，就很高兴，就亲他一下。可是看起来这个男生这个喜悦好像是真正内心的，对不对？好，一个事业在家的男生可能做这些事情大概就不会这么快乐。家庭主妇，家庭主妇。好，那如果真的要去最重要的就是说，他的账户有男女平等。对啊，本来他这个广告就要采取，结果他真的也达到这样。你说什么？你看到女生？对，他用的动作真的那个动作大家注意看是通常男生才会做的，对不对？好，所以两方面的互动是蛮不错的。男生穿什么衣服在这里？围裙里面呢？他还是穿衬衫哦。那通常我们说男生穿衬衫是代表公领域的哈，那男生应该穿休闲服才是代表私领域。所以如果真的要吹毛求疵的话，他应该穿一个休闲服，然后再穿一个围裙，我们就说他真正的心悦诚服的，非常心满意足的在替太太做这个事情。可是我在想说，他可能也是在讲，就是说他穿衬衫代表是男生还是有工作，他有工作，他还愿意做这样的家事。好，那就很好，真的，那就是对。好。工作不要说回来就不要做了。他可能比太太先一步回来，对不对？好，然后立刻就穿上围裙，就可以做这种事情，对不对？总之。也有，当手心好男人很多。很多。以后都不敢洗手回家了。总之这个广告大家大概都同意，它营造出来一个两性互动非常好的，对不对？好，一个非常和谐的、温馨的，对不对？好，那透过这些东西它真的可以表达这样子的这个感觉。好，我们再看。到底有没有拿下冠军？而且 NHL 有一支球队连续3场被完封，惨，我们马上。Heavyweight. But when you're starting out, you have a good plan for figuring out
how heavy your weight should be. Right. That's confusing for people. There's so many. It is. Everybody always wants to know how much weight they should have. And every muscle group is different. Some are stronger than others. So you need a few steps of weights like we have here. So you do different weights for different exercises. Different weights for different exercises. 他的演唱方式有一点松扬的这种抒情感觉。咱们一起来听听看，他今天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曲？一首代表性的作品。来一起歌。好，我们先停一下哈。就一下。我刚才连续给大家放了3个片段了，各位不知道可以看出来什么东西吗？我们的意思要叫大家看什么？男女的主持搭配，主角太色开生脸，比较我其实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一个画面的位置哦，它有轻重之分。就是同样的一个画面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像这个有这个页数的哈，像这样，比如说像这样，各位觉得右边比较重要还是左边比较重要？右边八分同意哈。那通常算广告的时候，右边呢它也是这个价钱会比较高一点，因为我们平常会觉得右边比较重要。那刚才我们选的几个片段，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看报新闻呢，通常男生站在什么样的位置呢？男生就在右边，女生就在左边。男生报什么新闻呢？国家大事。政治经济，对不对？好，女生报什么呢？女生报八卦，对不对？好，艺文活动的消息。你看综艺节目的主持人，男女生站在一起，也大概都是男生站右边，女生站左边。为什么呢？男生比较重要，女生比较不重要。好，那我们刚才看一段访问，也是一样。好，被访问者如果地位比较重要，我们把它放在右手边，好，右手边。那放在右手边的话，通常我们表示这个人他的空间比较大，好，他的权威比较足，哈，他可以这个 control 整个的画面。摆在左边的时候，通常就暗示他地位比较窘迫，他可能碰到什么比较不如意的事情。所以本来画面的位置它有轻重之分哈，一定可以看出来哪一个地方是比较重要的。好，我们再看下面。欢迎林峰先生。电子波来效果可能还是有限。是，那您刚刚提到就是说，所以如果说他们希望能够有效的来防治电磁波的话，恐怕那个贴片最好是要能够把整个画机都给贴满，就能够防止电磁波吗？但是就失去了通讯的价值了，对，就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通讯了，对，所以这个。我看那个主持人等一下下了台，大概会把自己舌头要咬掉，他会想我问了这么蠢的问题，他说那画机要防电磁波怎么办？是不是要把全部都贴起来？真的是非常严肃的在问这样子的问题了哈。那这个来宾也很客气，他说可以这样，但是你这样可能就没有达到通讯的那个效果。没有，只是让大家看那个位置哈，还是我们通常被访问者，我们给他站在右边的位置，因为那个位置比较重要，左边比较轻。好，再下来。七八糟的东西就消失无踪，而且皮肤变得年嫩气质又光泽，尤其是瑕疵越严重的人，肤质越粗糙的人，效果就越明显哦。加上它超强的保养作用，还可以帮你修掉很多细小的皱纹。牙齿之后也成过，它真的是一个很有效的产品哦。不管你的脸有多少痘痘，不管你肌肤多会出油，它都能够彻底的帮你改善。我就是用了阿水之后，才开始对自己的肌肤有了自信。不过偷拍郭富城的人 David 却请了律师抗拒禁制令，有意跟郭富城周旋到底。David 最近接受香港杂志的访问，指责郭富城，看来这个事件还要纠缠一段时间。妹妹有屁贵接起来那些。李发言特别强调。好，暂停。我连续剪几个画面，就是跟大家讲，那个画面位置它是有比重不同的哈。那所以你看郭富城，他这个时候在拍他，就是因为他有绯闻的事件啊什么哈，在他的现在比较窘迫的位置，所以大概就把它放在左边的位置。那我们看东西使用前、使用后，一定是右边哈。那视觉的观点就是这样子，因为画面它有比重，然后它有流动性，它有它的动线好，那影片的拍摄大概就根据像这样子的原则来进行啊，非常的清楚。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特别强调。你刚刚给我人家电话。我刚搬家，没有电话手机总有吧？我没有手机但我给你我的手机号码好了。谁呀？就是那个三分熟了。中华电信独家推出虚拟传呼，让行动电话也能当科技用。3分熟的朋友给手机，那3分熟的朋友就给他虚拟传呼，这样来电关系就再也不会伸手不分喽。中
华电信。现在申请虚拟传呼，第一年只要300元就领2用哦。刷牙了。好，我们再评一下这个手机的广告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在很多的广告当中可以看到女性角色，她大概都符合社会规范这个是比较保守的、传统的家庭为主，对不对手机广告是一个最不同的一个领域，为什么呢？手机广告你知道是给新一代的人用的非常 fancy 的东西，对不对那所以他想这些使用手机的人大概也会有比较新鲜的想法，对不对新世代的人，所以在手机广告当中的女性，你可以看到她的角色就开始有一些转变。所以你看这个第一个开始从那个抠机，对不对他居然会用颜色来分，对不对3分熟的朋友给手机，然后什么几分熟的就给他虚拟传呼，对不对你看到女性角色在手机广告里面，她开始变得比较大胆，比较自由，比较弹性，可以充分的展现，可能可以不顾社会规范那在酒类的广告当中，你看到女性角色就绝对不会像这个样子那在其他里面广告里面，女性的角色当然也会很固定所以手机广告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东西，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先休息一下。好。你好，出题的，对不对可以看到，那所以在广告当中每人大家都一样，就是非常重视，就是长得很年轻对不对长得很美丽那大概是这个样子。好，我们再看看下面。清新健康的表面张力，桂冠千岛沙拉。好，我们看到这个广告没什么好讲的，大概就是千岛沙拉跟这个女人穿泳装游泳有什么关联吗？你很努力的去想有，好勉强什么很清新对不对那你看他拍摄的角度，对不对那这些都是我们不会觉得他非常有创意那就是非常刻板的这样的描写就对了好。擦了什么牌子的粉？为什么白白粉粉的那么紫？我什么粉都没有擦。庞氏护肤研究中心推出庞氏嫩白乳液，富含维他命 B3 和抗紫外线成分，使肌肤不只是白，还白得粉嫩透明。女人可不能靠粉过日子哦。庞氏嫩白乳液。好，我们看到这个广告，这个广告呢，各位一定有很多话说，说说看。这个广告很有意思，你说说看。你的这个就只有这样吗？你的这个就只有这样吗？还有没有？你要不要说什么？我觉得真的是把女人太表面化了，女人就只重视了这个脸，然后只要靠那个粉来把这些表面把它美化好，这样子就够了。然后那个年轻人呢，他仗势了自己的年轻然后那种骄傲的神情，一定会让老女人恨得牙痒痒的。对，他就说中了我的心事。我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真的心里有很多的感想要说。第一个，你看那个女人，她现在是什么位置啊？地位高不高？高。你怎么知道她很高呢？她坐那个黑头车对不对？她坐在司机的位置吗？不是她是有人帮她开车对不对所以有司机帮她开车。一个这么有地位的一个女人，对不对？她关心什么事情呢？美貌，她叫她司机去问，打听一下那个女孩子擦什么东西。好，然后我们就看这个女人真的就像同学说的，她凭借的是什么呢？完全就是因为她年轻，对不对？然后居然敢说谎话，她说什么粉都没有擦，这种事情最让人生气。你猜她有没有擦粉？当然有擦粉了。她上镜头要不要美化？要不要靠电脑修饰一下？记得这个。
钱都是到手为因，他不找漂亮的来广告这一种。她已经够漂亮了，皮肤也很细了，对不对？好，再擦到这个样子，结果他居然告诉这个女人，我什么粉都没有擦，还可以教训这个老女人哦，这是最让我们生气的，还居然跟她讲说，女人呢不能靠粉过日子，这是什么态度啊？男人还不是靠药。好，可是透过一个女性，年轻的女性，她教导这个老年的女性，对不对啊？她说，女人不能靠粉过日子，然后居然。然后最让人生气的这个老女人呢，经过这个年轻的女人她讲这句话以后，她就怎么样了？赶快照。对，她就完全没有信心了，你们没有看到吗？她看着那个镜子，她就是有没有发现？她居然就倒抽一口冷气，真的。这个女人她的自信哦，她的原来的什么优雅地位，一霎之间完全被摧毁，怎么这么可怕？你们有没有替女生讲几句话？老女人特别。掉地上。可是我觉得他广告本来就是要这样，因为过了年纪之后，你就会去想，从前我是怎么样，我从前皮肤有多嫩，为什么现在没有？那他一定要讲到你的缺点，才会让你动心去购买。就好像男生的广告也是一样，女人靠粉，男人靠药嘛。所以讲到药的时候，男人就会认为，哎，我某个部分、某个地方可能不好了，所以我必须要靠这个东西，我才能够满足很多部分的需求。其实我觉得都是这样啊，不需要被广告左右我们很多不同的心情。你要装进自强，对不对？对，我只是说我们在装进自强的同时啊，你当然知道广告它会创造你的需要，对不对哈？它最常用的字眼就是我甲方比你更了解女人，对不对哈？他比你还了解你的需要是什么，对不对哈？那广告创造了一个世界，就是我们可以靠这个东西哦来改善，对不对哈？那通过这个东西可以消除去你的不好啊，你的寂寞啊，对不对哈？你的不满意的地方都可以透过这种物品，对不对哈？满足。那我觉得这个广告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它会呈现了那种文化上的一些迷思。它的迷思概念就是年轻就是好的，对不对？好，年轻就是理直气壮的。老人这么不堪一击，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太好玩了，怎么会这样？这个女人的一点自信，她跑到哪里去了？对不对哈？那可是广告里面呈现的大概讯息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当然，它广告当然会用夸张的手法，对不对哈？它也会反映各种需要，不过。我们就在看广告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地方哦蛮有意思的，对不对哈？它会反映出来一些我们的一些想法。是。那你们研究过？知道有没有研究过，就是会不会因为类似这样的广告太多，所以造成我们看了广告之后都有很多的忧郁症、忧郁感、躁郁症出现。那当然。那另外一个文化的迷思哦，就是广告它创造了一个世界，就是分成有没有两群，就对哈。所以你没有的那一群就会觉得匮乏嘛，对不对哈？你会焦虑，对不对哈？你会觉得没有达到那样的标准，对不对哈？你看广告里面的人物多么厉害啊，大概都穿着非常的好看，对不对哈？办理事情一丝不苟，家里就算做一道菜哦，你知道我们做一道菜，家里厨房乱七八糟，对不对哈？人家的厨房多么干干净净，对不对哈？那其实你如果看片场的话，我下次给大家看看，有一些广告它怎么样弄出来的哈。那所以那个现实跟那个虚拟的世界哈，那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广告就会营造出来像这样的东西哈，让你会觉得真的焦虑，让你创造出来很多需要，让你会想要想办法满足像这样子的东西。当然没有达到那样标准的人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哈。那所以很多人讲哦，现在的广告通常描述女性啊，因为以前我们都讲广告它对女性不太友善，女性都待在家里，对不对？好，那所以现在的广告也会了解女性都出外工作，也很有社会地位。可是，一方面女性是这样子有社会地位，出外工作，同时哦，你看它广告里面所造出来的家仍然是窗明几净，对不对？好，那孩子照顾得很好，所以他们认为哦，这个造成女性更大的焦虑，就是不那不两头
烧，对不对哈？那我其实根本不可能做到像广告里面的那样子的角色呈现的那样子的情境，对不对好？所以那我可能会责备自己能力不高，对不对好？没有办法做到像广告要求的那样，所以会比较不快乐。好，我们再来看看。好。对不起，就是好，就是上一次我在电视里面有看到有一个心理医生，然后他说，如果你对生活感到非常焦虑，然后你觉得没有办法就是寻求援助的时候，你可以看第4台的广告，就说那是截然不同的广告。你看他广告之后，你会发现世界是美好的，因为你用他的果汁机，你用他的菜刀，然后你用了他的什么东西之后，然后甚至你只要单纯看他卖东西，你就会发现，哎，那个心情就好起来了。然后你只要用了他的产品，哎，心情就好起来了。你有没有试过这样？我试过，我发现那天心情都很好。你会发现他那些，比如说他广告的时候，比方说他广告那个什么果汁机好了，那个果汁，对，果汁机什么都能打，它甚至连钻石都能打，它可以让你就是达到一种催眠的效果。当然不可能打钻石，但是就说你看到他在讲话的时候，其实那个心理医生认为它就是一种治疗，让你转移注意力，跟一般我们看到这个广告会觉得我们有缺陷是不一样的。这个很有意思，我从来没有研究过第4台的广告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有没有其他人有这样同样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看第4台的广告。报告。想要去买。他广告的话，我真的就想买。真的想买。我每一次。你每一次看的都想买。对。我常常到台中去，每一次到搜狗去看他现场在广告的，我就买，已经买了同样类似的东西，已经是负数了。他也买，他也被说中了，我也是被说中就买。就比如说刚才讲一个果汁机，它可以干可以湿，可以大可以小。现在年纪大了，牙齿比较不好，他说我帮你嚼到很碎，那你就喝这个就够了。他那边他非常的热情，而且非常有活力。我刚才觉得，我说看那个，我会觉得自己也有活力被感染，不会说已经就开始下坡了，他会帮你走上坡。那个很好理解。好，那所以广告还是很有用的，对不对？哈，一方面可以满足你的需要，另外一方面可以做抚慰心灵，对不对？好，让你感觉人生很幸福。可是我在这边准备了一些很好的广告，等一下给大家看。我通常看那些广告会让我心情蛮好的。那第4台的广告，我好像还没有达到那种功能，我比较少看。那是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第4台广告，它其实是把路边摊跟夜市那套搬到电视台，对，它其实是不入流。只是说就像周星驰的电影一样，你不用花脑筋，然后就可以接受它的故事。也许它是很说不定它真的有问题。对，很可能。好，现在有专门第4台的广告吗？有好几台是不是？东森购物。那购物台就是。购物台跟第4台的频道那是不一样的哦，对不对？快升级的，对不对？东森购物台那种东西哦，那个影响的力量真的是非常大啊！你们如果看那个他们的收入啊，那个东森的购物台那不得了，所以。是啊，昨天才听到这个就是旅行社的事情啊。他们现在各地的旅行社，他们已经发现了那个购物频道的旅行，好那种套装行程啊什么哈，因为很便宜嘛，对不对哈？所以打的一般的旅行社都很难生存了。所以昨天他们成立了一个，他们要成立一个各地的旅行社，他们要集合，现在已经有70多个股东了，他们要成立一个自办的旅行社来对抗，要不然那个力量太大，都被吃掉了，真的。它便宜，可是他们主打的就是说，在网络上在那个电视上那个像东森那种旅游的，他说，他们最不好的服务就是你通常打电话去，他就会说。请你去看网络上的资料啊，它不能像一般旅行社给你非常详实这个满意的解答，所以他们想要主打这个，要不然，可是现在这个网络上这个或者是电视上打这个旅游的，已经把各地的旅行社的生意影响的非常的大就对了，好，所以各位可以了解到这个媒体的影响真的是非常大，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好了没？
默哦，对不对哈？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印象也很深刻。我们谈到蛮牛，大家都很清楚。你觉得这个广告怎么样？好不好？很好。不错。那你对这个广告里面的描述是同情呢，还是很高兴，还是怎么样？你看这个广告。我觉得促销这一类的那种产品哦，大部分都是给男人喝的。给男人喝，当然。那男人喝了之后，会有那么夸张的效果。这个是一定要做的夸张一点，让人家会喜欢来喝。那我觉得这个广告还蛮成功，听说销路很好。对。听说蛮有那个销路的。好，那这个广告。但是我从来没有喝过。还要讲究一下，补充说明一下。好，那这个广告，它主打幽默，对不对哈？它那颠覆了我们一般人对两性的看法，因为觉得太太就应该温柔娴熟，对不对哈？那先生就应该比较高大强壮，对不对哈？那可是这个广告完全不一样，好，对不对？你看这个广告里面的男生长得比较矮小，对不对？太太长得很肥胖，他在做什么事呢？对啊，拖着二郎腿休息，要不要打麻将？要不要吃宵夜？谁给他做？先生。要不要按摩？要，也是先生，对不对哈？那你们有没有注意听这个广告里面的歌曲？它配的是什么？男人当自强，所以它反讽的味道很浓，对不对哈？很有意思的广告。那我们看这个广告是不是抬高了女性的位置，压低了男性？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你看男生他要做这么多的事情，他当然是抬高女性啊，为什么不没有？还是把那个可以的对象还是瘦小的男生而已啊，他不能驾驭的是高帅啊，又有成就感的人啊，对不对？好，所以大概是像这样的男生会比较受到欺压，对不对哈？可是哦，你在看这个广告的时候，你对这个男主角的遭遇你是怀抱了什么样的同情？就是同情，真的。所以为什么这个广告它表面上这个广告，我觉得它非常聪明的，就是它在表面上它让男生的地位比较低，对不对哈？女生的位置比较高，可是在实际上它在这个男人呢输了面子，可是他赢了里子，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的观众在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都会同情这个男生，好，觉得这个男生好可怜，太太长得胖不说了，还敢打麻将，对不对？打麻将不说了，还敢叫先生做宵夜，做宵夜也不要讲了，居然还叫先生按摩，那在这边观众看到这里都气不打一处来，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同意这个男生哦，趁着马杀鸡的时候，狠狠的给他太太来2下，大家都觉得有一种发泄的快乐，对不对哈？所以这个广告其实非常聪明，我觉得他在处理这个两性问题上，表面上这个男生输了，对不对？实际上他又再一次的巩固男性比较重要，对不对哈？女生要做一个贤妻良母的，像这样的中心的思想，因为那样子的中心思想就告诉你，女生啊，你应该安分一点，你要乖一点，你要体贴一点，你不能像这个里面的女性的角色一样，要不然呢就很惹人嫌，对不对？那个蛮牛就成功了。蛮牛成功了，当然了，他这个广告当然成功了。老师，他刚其实他在他在那个按摩他的太太的时候，最后喝下蛮牛以后，按摩他太太的时候，就是狠狠的来2下子。其实他是有一个性暗示，你有没有注意听他的声音？他的声音，他不是痛的声音。真的吗？没有啦，真的，你有没有想的太多了？你要不是那个提升技能健康，提升精神的了。大家看有没有真的像同学讲的这个样子？没有啦，那个。再倒回去再播一次。那个提升精神的了。还有我开车的时候，澄清一下。车蛮有真的有效。对，那跟那个头那个。维他命啊。喝到上黄门那一种的。没想到你真的年轻，唐氏有氧活颜系列。蛮有没有现在是？蛮牛。累了吗？好力场蛮牛。金律装备，好力打蛮牛。
是痛苦的叫声而已。那个藏在心里面不要讲。它是一种提神的那种提神。它类似那种那个包括我们那个口味把它发到那一类。你看。你回去喝喝看，然后那个帮你。你那个12月10号你要自己开车到上面多少排2次。真的有需要。就不会是爱睡觉。对啊，开车很辛苦的。提神生正气的，提正压外。我要做好这个长途就是都上就要排2次。它那个类似那种提神的口味可以。我们对比另外一个广告，各位看一下，那至于刚才蛮有没有，不是就讲，等一下我们再来用力的看大概去。我等他呀，我呼应他的看法。呼应陈主任的。呼应他的看法。因为在县区里面来这个用语言的暗示比动作还要强烈。这个我今天中午我逛了我们活动中心的这个书籍就我看了一本那个桂冠杂志桂冠所出版的县城志，因为我被他的那个3个字吸引了。这个我很喜欢研究那个心理学，结果我翻了一下，他讲了几个，从古代一直到现在，从弗洛伊德到现在，他谈的就是有关于性。虽然女人可能是弱者，但是在历代的故事当中，影响男人最大的就是女人的性。它里面讲了很多道理，当然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用很清楚的语言讲，所以但是我心里面感到，好像他是蛮有意思，因为他是广告递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尬拍应该把我就觉得他也尬拍应该把因为他不仅动作很粗鲁，而且他不是显示的，就是一种性爱性暴力。所以在我们雷法院来讲看，就觉得如果社会上2个夫妻喝了蛮酒以后就这样打来打去，这个对家庭教育绝对有负面影响。尤其在公开的广告上来播的话，是非常骂。也许我们的看法比较保守，但是我觉得应该有个而且他在讲话当中已经充分显示了这个性暗示的一点，不管他是光明的还是丑陋的，或者是他话本身并没有所谓好不好，但是他暗示了性行为这个前提的这些暗示。好，我现在放一个广告来看一下对比我们来看看这个广告里面呈现的这个角色什么样的形态，这是一个汽车的广告。Who needs a new supermodel? They say you're so cute. Don't
出 cost。欧宝欺负没有了。好，我刚才放的是一个加拿大在教这个媒体识读就怎么样看媒体这是他们放在课程里面的一个广告让大家看一下。那这个广告是英国的，英国在卖车子的广告的时候，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广告，它的题目叫 Supermodel 超级模特儿超级模特儿。那假如你对时尚流行非常敏感的话，你就知道这里面的模特儿都是现在顶尖的世界上一流的模特儿，每一个模特儿大概付了100万美金给他们，就是出现在这个画面上，大概几秒钟的时间，对不对那广告用了什么样的手法来卖这个汽车呢？各位可以看出来吗？在这里广告用了什么样的手法？车比人教，对不对？他用了这样的手法。那各位想想看现在是 Supermodel 超级模特儿这么美貌的女性，可是在男人的眼里怎么样？比得上车吗？男人的目光是不是仍然被车子吸引，对不对？好，所以这些女生高不高兴呢？不高兴，不高兴之后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动作？很生气，对不对？然后他做了什么样的动作？玉石俱焚，对不对？好，他会有一些暴力的这些动作，对不对？那所以这个广告他用的方式呢，他怎么样卖他的汽车呢？就是把汽车跟人比。这是第一个让大家觉得很反感的地方因为你不管车子再怎么好，应该你要彰显人的价值，对不对我们说科技不能泯灭人性，对不对你怎么会把人去跟物比较？这个广告推出来以后这很多女性主义者就在那边抗议了。当问到男生的时候，男生就说：“哎呦，拜托，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女人是很喜欢小题大做嘞，谁有想过这么厉害啊？哪里有想这回事啊？”那女性主义者一直在抗议，为什么？她觉得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子来对比呢？对不对？人跟车子来比。第二个，在这边我们看到它呈现的女性特质是什么？她重视什么事情？女生重视什么事情？美貌，对不对？美貌。所以当男生的眼光，他觉得他自己这么漂亮了，可是这么漂亮的女生，男生居然不看她，这个时候他就受到挑战了，对不对？显然女生根深蒂固，她觉得美貌是女生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对不对那自己这么美了，居然被车子比下去，所以他们非常生气。非常生气以后，他怎么办呢？好，第三个，他就呈现了女性是非常不理性的，女性是非常情绪化，对不对好，那你在这里有没有看到一个道具啊？那个女生有没有带着一只狗还是什么猫？为什么女生不带狗嘞？猫比较温驯，猫比较凶。你还记得刚才我们看柯一正就带狗，柯一正就没有抱着猫，为什么？猫比较神秘，猫女人心不是海底针吗？对不对那你看女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在那里？黑色的，她要营造什么？神秘，对不对这个心怀什么比较什么样的想法，对不对同样的，你有没有看到特写镜头在照女生的面部表情的时候，她是不是比较扭曲，对不对然后她拔下头上的这个发簪，这样像那个丢出去，非常的生气，对不对所以在这边呈现的女生美貌重一切，女生觉得不漂亮，人这么漂亮，居然男生不看她，受到非常大的挑战。女生是非常情绪化的动物，对不对女生非常神秘，女生喜欢用暴力来表现她的不满，对不对所以她用了很多的方式让男生处在很尴尬的这个地位。那请各位最后注意了一个场景那最后这个女生导演有没有给女生一个比较平等的地位呢？女生最后是很优雅的下台吗？没有，被车子推出那个。那所以各位可以对照一下蛮牛和这个广告。我觉得蛮牛跟这个广告在对照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蛮牛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对不对表面上这个男生很吃瘪，可是大部分的人都会同情这个男主角，对不对可是我们看这个影片的广告，那他就很笨他最后把女生还推出场外，对不对难怪要引起那么多女生的抗议。他从头到尾对女生没有什么很温柔的这个对待，对不对所以也不幽默，是不是？那所以
可是这个广告后来推出来了不得了，那个它的销售非常好，它完全达到它广告的效果。特别是有人抗议以后，大家就会蛮专注这个广告，所以它就达到了它的这个效果。那所以在加拿大是世界上第一个地区哦。加拿大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他把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媒体怎么样去试读，怎么样阅读这个媒体，放在正式的学校课程当中。我们国家虽然现在也写了媒体试读的这个白皮书哦，可是真正要推行到学校的这个课程当中，就像两性教育、生命教育，可能还不太容易，对不对？因为一般老师也不知道怎么教。那加拿大是第一个国家开始做这样，那这个就是他的教材。他让小朋友思考的就是，为什么女人总要跟车连在一起？对，我们很多广告都这样做，对不对？女人为什么跟车连在一起？当你问我们的时候，大家就会说香车美人呢，对不对？或者有人说车子跟女人就是男人的附属，对啊，就是附属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东西。还有什么东西呢？他说这个在这里面女生的穿着有没有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各位有没有看到有一个黑人的女模特儿，她穿着打扮很像那个 SM， 对不对？那个拿着那个她的造型就很像，他们觉得这个会触犯了女性，这个不好，不礼貌不礼貌，像这样子。另外就是人跟这个车子的对比，这个人性怎么人会跟这个物来相比，像这些东西。不过像这个广告就是非常具体的呈现，一般广告在处理女性角色的时候，大概它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好，我们再看一个广告。对，重视女性。好，这个广告是香港的导演关锦鹏关锦鹏很会拍什么胭脂扣什么的他的，所以是花了很大的钱请他来拍这个广告。那这个广告里面也是传递同样的讯息，对不对美貌是不是很重要啊？你看一个有美貌的女人，她可以指挥狗，她可以指挥男人，对不对那些男人都臣服于这个女生的美貌的倾国倾城，大概女生是这样。这个广告各位会不会觉得很好？不错，不会。有没有大家有什么意见的？班长有什么意见？看起来。反正都是喜欢看漂亮的女人，所以广告比赛的女人来当做那个漂亮的代表，然后吸引更多男人投入。所以他这边广告告诉你，就是你看有美貌真的无往不利，对不对？这个是很自然的这种。像今年这是。看那个奖，看到漂亮的，如果像老师这样穿的话，非常漂亮。我听他们的那个主持官在讲，在这种言论，他说蒋仲美，他虽然不很真实的，但是替他做旗袍的，1年到头3天绝对要替他做一件，他穿不穿3天要做一件，所以他的旗袍非常多。所以我这次特别跑到台北看他的那个展示，的确，他其他方面也许没有很特别，但是鞋子、衣服，令人很羡慕。而且那个料子的确，如果任何人穿出来大概都是很好的。很好，班长。我把它补充一下，大家可以看到今年台湾那个广告接的最多是女性。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家都喜欢看漂亮女生，看美丽。所以对不对？那
好，那可是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了，要不然我们还有一些很精彩的广告，我们下次上课的时候再看，好不好？好。看一下。我们还看见5分。好大哈。好，我们要不要开始上课了？好，开始上课。我先报告一下哈，我们那个最后一次上课是1月15号，对不对？哈，1月15号。那我们现在好，14，对，14号上课。那班长号我们想最后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到那个红毛城。我们今天特别先去那边看，然后也去吃。到那个地方。对。那个下午茶的时间是从2点开始哈，那我们大概1点半应该到了嘛，对不对？好，再过差不多了。那我们就想1月14号看大家怎么样哈，我们可以在那边上课，最后一次哈。那天上课的时候，请大家注意哈，这个时期，我想在最后一次的时候，请大家你任选一个媒体的文本，也许是一本书哈，也许是一个电影，也许是一部小说，或者是一个连续剧哈，或者是一个广告，或者是一个海报，任何一个媒体的文本，请你说一下你的阅读的心得。好，那大概时间是2分钟到5分钟，2分钟到5分钟。那最后一堂课发表。最后一堂课发表，好，那我们也顺便做可以成绩评量，稍微看一下哈。最后一次上课的时候，1月14号的时候，我们在风景很优美的地方，里面品尝着下午茶。我们今天去看过了，它的点心呢看起来是蛮好吃的。可是我们是直接过去。中午吃的太饱，没有办法试吃那个。直接过去。我不知道，对你们可能要讨论一下是要怎么样过去。这边到那边还有一段距离啊。对。那边有停车场，所以说直接过去比较方便。也可以啊。可以，随便你大家用，到时候你们再讨论决定。反正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那个最后一次上课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报告一下哈。一本书，一部电影。一本书，一部电影，一个任何的媒体的文本都可以哈。请你说你的这个阅读的心得，好，很多面向都可以谈。那，总之就是让大家可以去跟大家分享一下，时间大概就是2分钟到5分钟左右。好，大概是这样。1月14。好，那我们今天就继续上课。上次我们看到了那个剪接哈，那一般的这个电影非常喜欢
欢用这种平行式的交替式的剪接啊，现在用的非常的多，因为它可以创造很多不同的空间啊，在同一个时候。那这种表现方式是其他媒体比较难以达到的，平面媒体比较困难哦，不太容易做到的，所以它这个可以非常戏剧化的呈现那样子的结果。那我们上次最后看到的是蒙太奇，对不对？好，蒙太奇的剪接手法是一种 A 跟 B 本来连接起来，它会产生一个新的意念哈。那这个也是各位常常听到的这个名词，我们也给大家呈现了蒙太奇的剪接的手法，好像这样子可以跳回去原来的时光。那我们看最后一种的剪接方式，各位可以看到，目前呢有很多的台湾的电影啊，他特别喜欢用这种方式我们来看看像这样子的剪接方式又呈现了什么样的特质。好，是呀，麻烦我们看看。减少剪接，利用单一长镜头拍摄的电影，在很多的时候呢，仍然具有一种蒙太奇的意义。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下面的这个片段。较长镜头的拍摄方式，母亲在镜头的最前方，父亲居中，而小孩在画面的最后方。这前后3个点产生了相当的景深与涵盖面。导演采用这种方式拍摄，完全是站在中立的地位，并不偏袒一方。我们看画面中，太太正为丈夫的夜归而加以指责着，不料夫妻之间的冲突间接地影响到一旁堆积木的孩子。在上面的片段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愉快的家庭。可是更重要的是，这一个片段只用了1个镜头拍摄下来，而且并没有采用任何的剪接手法。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再想想看，便会发现，在画面的内部，由于观众还有视觉的自由选择性，仿佛已经有分镜的作用在里头了。因为人的视觉往往会被大的动作所吸引，所以爸爸扔报纸啦，妈妈离开座位啦，以及小孩子张望父母亲、推倒积木的这种种的动作呢，就好像在画面的内部已经分成了3个动作的重心，也就是好像已经分成了3个不同的镜头一样。所以我们虽然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分镜头的剪接，但是实际上呢，却由于视觉的重心转移了，所以也发生了分镜的效果。可是由于导演可能要强调3个人的空间关系，所以采用了单一长镜头的固定拍摄方式，这样在观众的眼睛里头就呈现出来一种客观而且完整的事件。这也就是刚才那个片段所以不采用剪接形式的原因所在。我桌上有一个粉笔打的勾，老师说桌上有勾的就是考到了。哎呦，你打个。爸，我考到了。啊，我考到了省立凤中，桌上有一个勾，老师说桌上有勾的就是考到了。赶紧答给我。老师讲啊，这课堂安尼，手就做风啊，那分别答给我了。好，给你还有火兔哦。阿祖，好用呢，你考到省立凤中。我从小运气就好。
住新竹那时候，我不是到台北考英女中吗？一个人坐火车，啊哈，就死都要跟我去啊。那时候火车上不是卖那种用纸包那种红豆冰棒吗？很好吃啊，然后就一直吵着他要，害我花了5毛钱买一根给他，结果他一口都不给我啊，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要啊。妈那时候不是说到火车站之后去找在那边当宪兵的阿成哥吗？然后阿成哥看到我的时候啊，还说我好会哦，居然敢一个人跑那么远来考学校，然后就用脚踏车带我到重庆楼那边去找爸爸。后来第2天啊，爸带我到学校去考试，在学校门口还碰到我们在新竹那个老师，就是你们说他很好的那个嘛。后来我回来新竹等上榜，刚从台北回来，爸回来那一天，我到巷口去接他，爸看到我就一直笑，然后什么都不说，我就问爸爸说，是不是考上了？爸就说，对，你考上了。然后就开始很得意啊，在那里算说谁家那谁都没考上。后来爸告诉我，我是41名考上的，但是还考100好可惜啊，都不能念英语中。要是那时候念英语中就好了。侯孝贤的《童年往事》，各位有没有看过？没有。好像这样的片子台湾有很多导演他非常喜欢用这样的方式，就是我不剪接了。各位可以看到后来很多时候虽然我们知道平行剪接这个很有趣，对不对很有意思，但是也有很多导演他不喜欢用这些。那我就站在很客观的角度，我镜头就开在那边，用长镜头，就这样子让里面的演员自己来表现。那观众呢可以自己去诠释。像这样子的表现方式，很多年轻的一代他比较不能接受。各位可以了解吗？他们多想看蜘蛛人飞来飞去，哇，多快，哗哗哗，那个才叫刺激嘛，对不对我不晓得，可能要到我这个年纪，我可以看这种电影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那可是它就因此缺少变化，对不对那就看你用什么样的角度来诠释。比如说很多人说现在看蔡明亮的电影，什么你那边几点，哇，那画面简直一点都不要动就停在那边。我上次看一篇报道，他说幸好里面的演员还会抽香烟，于是你可以看到那个烟雾这样冉冉上升。如果连抽烟都不抽烟，那就完蛋了，你知道吗？就非常非常神奇，非常平淡，非常我不知道怎么样形容反正有些人说这个很糟糕，我们把我们的电影推向死胡同。如果太喜欢做这个样子，导演个人的他想要表达的那就是比较小众的文化像好莱坞那个真的是商业文化，对不对那好莱坞势力多大？你看推到全球各地，大家就在讲它的文化霸权，这个影响太大了。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电影的各个层面比较重要的部分跟大家讲完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媒体的作品各位看看他用的这个表现的手法是什么。不过在美国也有一位总统即将卸任的，就是科伦顿。当然他没有像李总统在美国遭遇，不过他准备了一支搞笑录影带，让大家来回忆一下。Well, with the vice president in the first lady out on the campaign trail, things aren't as exciting as they used to be around here. In fact, it's really starting to wind down. There's bipartisan support for it in Congress, and it meets the principles I set out in my State of the Union. If they send me the bill in its present form, I will sign it. Okay. Any questions? Kevin? Are you still here?
灵顿世幽默。 doesn't capture the sadness, the isolation of it all, so I just stopped recording it. Joe? What are the trees? Anybody home? There's no one in the room. John? Maria? So set 'em up, Joe. I got a little story. What am I going to ask the guy? I have nothing to ask him. He's yesterday's news. Who's next? Drinking my Hello, White House. Hold, please. Hello, White House. Please hold. Hello, White House. White House. Hello, hold, please. Please hold. No, Mr. Vanessa's not here now. Would you like his voicemail? I feedback for him. It looks like he has nothing to do. 闲来无事，得一则纸鹤应该可以打发时间吧。 I'm a little bit worried about him. This morning, for example, he came into the Oval Office for our meeting, and I said, Mr. President, is everything all right? And he said, yeah, what's the matter? And I said, Mr. President, you're wearing your pajama bottoms. I really have nothing to say about that. I wish I could be here more, but I really think Bill has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His legacy is going to be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mproving the green spaces of our country. I've urged him to spend more time on that. The president's schedule is just as busy as ever. He's just doing different things. 提起总统专车，还有洗衣服，这的确让总统先生有的忙喽。You'd never know it, but buddy, I'm a kind of poet, and I got a lot of... 无聊的总统急着想找事情做，没事做的白宫幕僚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哎，心情真是沮丧到了极点。买个巧克力棒吃，应该可以振奋一下人心吧。 I feel really bad for him. I wish there was something that would cheer him up. 没想到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这个时候连自动贩卖机都要欺负我。哼，敬酒不吃吃罚酒，难道你没听说过我克林顿会霸王硬上弓吗？真的是患难见真情，日久见狗心啊！还是我的爱狗巴蒂最忠心。 Show email. Okay, let's light this candle. Let's keep it. Yeah. Just like that, you're riding the wave of the future, my man. Now, what do you feel like buying? I want to buy a small pen. Excellent, Joe. Right, you're there. You're almost there. How many are you going to buy? Wait a minute. What's the problem? Chicken? What does it cost? Name your own price, my man. Oh, well, we're talking for winter. Let's do it. Yahtzee. All right, you did it, my man. Thank the Academy for this tremendous honor. This may be the greatest moment of my life. I mean,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boy, I wanted to be a real actor.
台的总统，自己消遣自己，在白宫的剩下的日子，他就做这些事情。他们非常知道怎么样用这个媒体哈，怎么样用媒体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所以，克林顿虽然做了很多事情哈，让大家印象很深刻，但是一般美国民众你去民调，他们对这个克林顿的印象还蛮不错的哈。那他知道怎么样利用媒体，媒体可以让政治人物看起来比较可亲近，对不对哈？比较蛮有幽默感的，对不对哈？所以他们会把政治也不会弄得这么让我们觉得很乌烟瘴气，对不对哈？所以他们弄得感觉上，我不晓得，我觉得他们真的完全知道怎么样用媒体来表现。我不知道各位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注意，在一开始的时候啊，他就故意让你知道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来拍总统在主持记者会，对不对哈？应该是非常正式，对不对哈？那我们知道他的警方一定要把总统放在中间，不会镜头绝对不会放动，对不对哈？可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镜头比较放动啊，总统的这个景框呢切的非常奇怪啊，比较，所以就会纳闷怎么会这样一回事呢？这种人大概会被开除吧，对不对哈？然后你以为总统发表这个主持这个新闻会很正式，没有想到后来镜头带下来的时候，你才知道只有一个人坐在那里，对不对？而且他还在打瞌睡，然后他就说你怎么还在这里？好，然后你这时候听这个音乐，他们选择音乐的时候也配得非常好，对不对？好，刚开始的音乐以后，会不会觉得有一点什么样的感觉？俏皮，有没有一点慵懒的，有一点爵士的那种味道？好，那因为那个克林顿也会吹萨克斯风嘛，对不对？哈，所以就很配合他这个人，然后选择这样的音乐。然后白宫里面的人都做什么事情呢？因为太无聊了，他就自己在那边影印他的头。那个脚本真的写得很好，然后你看每一个参加演出的人，不管是采访白宫的记者，那些 ABC 啊，这个 CBS 的记者，都是一本正经哦，对不对？好，我用什么东西来问他，他已经是里面的昨日黄花了，对不对？好，非常正经的。然后新闻秘书也是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总统还是跟以前一样忙碌啊，只是他做不一样的事。好，我们就看到总统在那边洗车子啊，洗衣服啊，对不对？哈，手上拿着这个杂志，他在那边挑选今年时事最佳的这个影片啊，对不对哈？他用了很多这样的方式，然后太太说，我相信啊，他这个很能够控制这个局面，对不对？完全不需要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什么事情都可以在他掌控之下。好，然后我们看到总统追出来，太太的午餐还忘了带，好，他就是做这些，所以你就觉得蛮好玩的，对不对哈？很有意思。所以我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美国他们很会利用这样媒体，比如说那个911事件以后，大家觉得士气很消沉啊，纽约市他们就请了一堆演员拍一个宣导片，让大家恢复对美国的信心，让他们常常愿意再回到美国来观光，好，所以他们知道用这些东西可以非常有效的，可以非常有效的凝聚，而且可以到世界各地去，好，发行到世界各地去，所以他们知道怎么样用这个媒体。有的时候我在看国内的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对比这个国外的一个快要下台的总统，他有这样子的雅量来拍这个消遣自己的这种东西，然后你看了觉得蛮有意思的不会像我们整天打开新闻大家都很沮丧，对不对这个乌烟瘴气的，所以这种媒体的使用蛮有意思。好，我们接下来是刚第一部那个国语的那个为什么他们在讨论那个小朋友考上神秘凤中但整个画面都黑的，那个人的脸都看不清楚。对他们，我不知道，我觉得有的时候国内有一些片子，他喜欢他的用自然光，他就是要死直就对了，所以他不太强调要怎么样灯光打得够明亮，对不对才可以那个色彩非常的鲜明，对不对没有，他们喜欢走写实的路线，所以尽量用自然光。自然光。我以为凤山中学很差。真的吗？很阴暗是不是？对啊，对，他喜欢用那个。我是觉得这就是我喜欢的风格。对啊，他的特色。但是因为他的真实，他的都平底的，或者是说那种本来演技就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也不
大敢让他的这个真实的面或真实的，但是他就是用那个场景去表现他自己想要表现。对，就是我觉得，那刚才那个柯林是那个，我是觉得可能他们的文化习惯跟我们不大，因为美国人他们可能礼拜六、礼拜天，他可能这个总统就在大卫里去讲。可是像台湾人，不管你当不当哪个职位，你只要礼拜六、礼拜天你不去学校待着，或者说你不在官场上坐着，或者说你总统不出来一下子，人家会觉得，你这个总统不认真，你这个主任很笨，很混。其实他也很认真啊，问题是说我们的文化习惯不一样啊。我是觉得他们美国人真的是，可是你要有那种纠结的那种幽默，你才会懂得他的幽默，不然你会不懂他。像他有一句话，他说。我是觉得他好像有点幽默，可是又有一点在嘲讽柯林斯。他说：“你不知道柯林斯都是霸王硬上弓，其实他是在嘲讽他跟你。”对啊，他那个对双关语哦，对，双关语。对。然后另外那个，我们那是台湾记者加上去的。哦，不是这样，真的。嘿嘿嘿。那可能也是我们的文化。那另外他有一句讲说可以，其实他另外有一句就是那个施压伟，他说。他其实都很习惯掌握一切，其实他所指的不是只有掌握国政，所以觉得说他对女人也很容易掌握。对，我觉得这跟他的双关语。对啊。他们美国人就是他们不晓得，就是说我们的文化习惯跟他的思考逻辑，我们真的是跟他不一样，可能是我们都习惯。根据一个统计，台湾人一天最少就是生意人还是什么，台湾人有工作法，一个礼拜大概工作60个小时，他们才觉得够。在外国，像我们听说就是像意大利的、西班牙的，他们是中午11点还是12点就关门，然后休息到3、4点，他们才要开门营业。即使你们再多，生意再好，他还是不工作。可是台湾人只要你有生意，他可以工作到晚上1、2点，他都没问题。我想这是文化很大的差异。对，文化有差异。好，那反正媒体就是通过媒体，我们可以欣赏不同。文化水准之下的这种媒介的产物，对不对？好，就是一种乐趣嘛。各位看在里面还有一个奥斯卡影帝，有没有？好，这个你看这个演员多会演，他一句话都不用讲，就用眼神，对不对？好，表现出来，总统多么可怜，就在这边。所以那个非常有意思，连演员的表现都非常好。那刚才侯孝贤的片子，当然它里面的演员很多都是。非职业的演员，好，就是一般的，很多导演他喜欢走这种写实路线，好，那也是不同的表现，好，我觉得还就是有不同的风格，就对了，好。你也可以欣赏。我也蛮喜欢侯孝贤的电影，可是后来有一些导演是太走这个艺术，有的时候。好像艺术的跟商业的分隔的太远，我们就比较难接受，因为真的看不懂导演在表现什么东西。太往事哈，对，早期的那个样子。所以他没有必要用样子。对，这里是那个是美国式的幽默，美国式幽默，没错。你可以看到美国是好莱坞所拍的美国人的文化，通常都显那种香港的风味道，而且他们都有很多不一样。对，我不知道最近各位有没有看什么电影啊？也许各位可以谈一谈。那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这些文化的产物真的会蛮有意思，让你这种平淡的、单调的、一成不变的日子里面会过得比较有意思。我前几个礼拜看《追杀比尔》，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有没有？很要怎么说？你会本来想说可能是一个很就是那种商业的片子啊，不过你会看到它色彩的运用，好，它场景的安排，里面居然还有一段卡通动画《追杀比尔》，各位可以去看看。但是我看了《十面埋伏》，各位有没有看过？好，
很有意思。不是十面埋伏是张艺谋的电影。好，总之在1月15号的时候，1月14号的时候会请大家来发表一下你们看的任何最近看的一本书、一个电影、任何一个媒体的作品，大家可以来欣赏看看。好，我们下面放一点点I'm also joined by Libby Pataki, the better half of the governor of New York. 我是说正常的影像，总统发表文告大概是这样，继续放没有关系。What's that? 好，很短的一个发现，有没有什么观察？觉得好不好看？不错。它是要走到什么呢 ？Visa 卡，对不对？好，这个卡多么好，刺激。还有没有什么 ？Visa 卡可以帮你收拾一切。好 ，Visa 卡真的很万能哦，对不对？好。Visa 卡这样有用吗？它含义是在那个地方。应该有用的，那个泰国那个。在那个地方有用吗？显然有用啊，它几天车子都是一波传染吗？它怎么换掉？对，干嘛换呢？有用，因为当然有用，要不然他不可能就换了一个新车嘛，对不对？而且还不好，那各位有没有觉得什么地方有一些值得我们去观察的？我是觉得，其实不仅是美国的广告，台湾的广告越来越多这种现象，就是说，以前我们广告就是说，交通牌爱丽丝，打机票，我们就一下就知道它的结论是什么，它要广告什么。可是好像现在的广告不仅是外国或者是台湾的广告，你通常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对。甚至他从头到尾你都不知道说他到底在做什么东西。是。可是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温馨的广告来让你去了解他。所以现在很多人讲说。我要买那个林志玲广告的那个东西，那个车，而不是他不知道那个车子。连车名都不知道是什么哈。我觉得这是广告的一个最近几年蛮大的一个转变。是形态开始，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要不要说？知道，我觉得那个视频卖广告一开始出来的时候，让人家非常出人意表。因为他所讲的东西是几个人在镜头里面动来动去，根本不知道在卖什么。可是他就营造一种气氛，比如说很无聊的时候吃藜麦，当你想要沉思的时候吃藜麦，就是那种用意象去表达一种感觉吧。我觉得那一阵子那吃藜麦出来那一系列广告好像很受欢迎，而且吃藜麦这几个字也印在大家的那个脑海里面，所以那是一个很成功的转变。我觉得那是台湾广告界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非常好，因此我们今天开始要谈的主题就是广告，好，就是广告。广告就像各位同学讲的，以前的广告都是硬性销售，啊，硬性销售，我们就说，这个产品一试就灵，啊，这个最好，大概都是这样子。然后各位有没有发现以前？只要广告出来的时候，那个声音就会突然的加大，对不对哈？那所以大家就比较不喜欢广告。我们常常问卷啊，广告的时候你去干什么呢？上厕所，眼睛闭起来休息一下，转台看看其他的这个台在演什么，大概都是这样子。所以现在广告它就改变了，它大概都用软性的销售，好，软性的销售方法会让人比较不会去抗拒，好，那。软性的销售方法大概就是营造一种气氛，像同学说的，营造一种气氛，它会塑造一种时尚，对不对哈？它会引导一种流行，让你去不知不觉的
感觉到那种气氛。那它重要的就是一种感觉，就是一种气氛。只要和弦调对了，它就可以影响成千上万人。现在的广告它非常重视这个观众的心理学，对不对？哈，他非常知道，如果我用硬性销售，一般人会抗拒。所以当你问别人的时候，你会不会受到广告影响？大部分人相不相信广告呢？他们会说，我当然不相信广告，我知道那时候很多是假的，对不对？哈，那10个人当中有9个人不相信广告，对不对？哈，可是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啊，你都会去买你曾经听过的，你认识的，对不对？哈，曾经有广告过的商品，所以那个广告还是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影响。哈，那尤其广告它要在很短的时间内传达很多的意象，在这个时候它就要比较细心的要去设计灯光啦、道具啦、人员啦，对演出的场景。好，因此刚才看这个广告，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个场景是在什么地方？菲律宾，反正东南亚，我们也不确定，也许是泰国，对不对？哈，也许是什么比较落后的地区，大家可以同意，对不对？哈，好，那在这边有没有种族的歧视？轻视什么？特别是轻视亚洲人色彩。所以这个广告推出来以后啊，一般人看着，很好啊，没什么问题啊，对不对？也达到广告的效果。可是有人就是说，这个广告值得我们去思考，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场景是在东南亚，看起来那个是比较落后的地区。那个落后地区呈现了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人民守不守交通秩序啊？不守，开车怎么样？横冲直撞，对不对？哈，那喜不喜欢洋人呢？可能有这个对西方的崇拜，对不对？再到 James Bond， 对不对？哈，那你们有没有看到在这里西方人显现的是一个什么样？优越、优雅吧。James Bond 真的非常优雅哦，你没看到他不管那个横冲直撞，他在里面怎么样？每次镜头带到他的时候，他就很气定神闲的样子，对不对？他前面有这个样子，然后你看他丢卡的时候姿势多帅。西方人的优越啊，在这边可以展现无疑。你没有什么地方可以 argue， 他就是有礼貌，对不对啊？他就是有教养，他就是文雅，他不是像那个。他这个里面，他这个骗子所带来的女主角是东方是当时嘛？是。那他是不是也是在借这种在传播这个？好像是东方女性就喜欢西方男，假如说这个男女主角换一下，就是说男主角换成是台湾的，但女主角换成是那个美国的。对，那大家就要想他的那个幸福程度高不高？好，让人家幸福程度高不高？显然哦，一个西方的帅男配上东方的美女，这个让人家比较容易幸福，对不对？哈，所以他会做这样的结合。那所以所以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个广告虽然很短，对不对？哈，几秒钟，你可能会非常炫目它这个提供的影像，没有去深思它其中的意义，对不对？哈，那可是当大家有这样子的提出来这种观点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哈，这个所以广告当中啊传递了什么样的文化意涵，是现在做这个领域的人非常注意的一个研究课题。好，因为广告它在不知不觉当中会告诉你什么是好的。比如说广告当中大概传递的信息就是年轻是好的，年轻是美的，好的事情都发生在年轻人身上，而且是美的，美丽的人才会有好的运气。好，那这些东西哦都在不知不觉当中会形成我们的价值观，会形成我们的接受的那种规范。好，所以我们来看看广告当中会呈现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总统第一次可能是得到了美国民众认为他就是一个真正在负责的总统。那么同时我们现在为各位。没关系，继续下去。这个。下面有一个广告，各位同学，我是新教官 Jessie， 我已经寄了封 email， 里面的问题谁能够最快告诉我答案，有奖品。iGoGo。email 就是你的手机号码，直接收发各大网站 email。教官，奖品是什么？能够给你完整的 email 功能，才是一流的 GPRS。上网最购 iGoGo。这是你的奖品。
袋呢？袋子有没有？任以来，那么就任总统第一次，可能是得到了美国民众认为他就是一个真正在负责任的总统。那么同时，我们现在为各位。好，各位注意看一下这个广告刚开始的时候。各位同学，我是新教官 Jessie， 我已经寄了封 email， 里面的问题，谁能够最快告诉我答案，有奖品。iGoGo，email 就是你的手机号码，直接收发各大网站 email。教官，奖品是什么？能够给你完整的 email 功能，还是一流的 GPRS？ 上网最购 iGoGo。这是你的奖品。核心电视。只有 iGoGo 让166全面发挥 GPRS 一流功能，超强组合只在和信电信。好，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广告从哪边来的。 Do not deliver this. But you better listen to her because the Pentagon listens to her about your proficiency. So here's Charlie. Thank you. Hello? We will be dealing with F5 and A4s of a MiG simulator. Now then, as most of you know, the F5 doesn't have the thrust-to-weight ratio that the MiG-28 has, and it doesn't bleed energy below 300 knots like the MiG-28. However, the MiG-28 does have a problem with its inverted flight tank. It won't do a negative G pushover. 好，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刚才我们看的核心的广告啊，它完全就是从这个片子就是 copy 这个片子就对了哈。那很可惜呢，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录到，就是从一开始哦，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捍卫战警，对不对哈？捍卫战士，那个教官，这个教官出场的时候，那个摄影机就跟着他后面，从他的脚这样子来看。那个核心的广告完全一致哦，也是用教官跟那个军官的那个对话。那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女主角捍卫战士？捍卫战士的女主角就是我们看证人的女主角。是啊。对，有讲过哈，完全很不一样的地方。好，那我们今天谈这个广告，我们来试一个非常简单的广告，各位看看。你应该看过这个广告。好，我们第一个来看麦当劳广告。这个广告各位觉得怎么样？为什么你会觉得不错？孩子的表情就可以知道。孩子不会骗人。孩子最忠诚，对不对哈？还有没有？你要不要说说看？你在这边看到，他不讲一句话了。看到了。因为是麦当劳，这样好可爱，然后印象很深，这样。那你是不是可以完全了解孩子为什么一下哭一下笑？这都没有去研究过。可是你看得懂这个广告啊，对不对？你看得懂这个广告，你说孩子为什么一下哭一下笑？我觉得那个就是很明显的那个。告诉大家说麦当劳是这么让小朋友喜爱，然后小朋友因为他的反应最直接，他一看到就马上笑，然后看不到就哭了。对啊，是不是非常直接，对不对哈？所以他这个传达的意念大家都了解。可是我们看这个小孩多小，你看这个小孩多大？差不多还不到1岁。好像不到1岁，对不对？很难判断了。不会，这个广告，你看这个小孩子还坐在这个摇椅上面，对不对哈？显然他还不会走路哦，对不对哈？很小，还不到1岁，对不对哈？大家都同意。可是这个广告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在这边只看到一个什么？麦当劳的符号哦，
好，那各位有没有想这个麦当劳多么厉害？你看，连这么小的小孩子，他可能不适合吃麦当劳的东西，因为他还太小，对不对？可是连这么小的小孩子，他都知道麦当劳那个符号代表的意思。然后，所以他一上，这个影像拍得非常好，因为我不知道他怎么剪接的，他怎么可能让小孩子这样一上去一下来，你看不到剪接的，他的脸孔就可以呈现笑、哭，对不对？好，那个剪接你没有看到那个。后面的影像这个制作非常厉害。好，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蓝天，对不对？好，麦当劳有多么和谐，它就是营造一种气氛，对不对？好，麦当劳很好，很健康嘛。然后我们注意妈妈的表情是什么？很怎么样？很愉快，妈妈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对不对？然后妈妈觉得说一副又好气又好笑的样子，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妈妈了解，真的麦当劳给小孩的感觉就是这样子，父母大概就了解，所以妈妈这个表情也不讲一句话，可是充分的表达出来，你这个小孩啊，原来如此是这个样子，你看到麦当劳，对不对哈？看不到你就难过，这个。可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啊，就是麦当劳的广告在应该是在瑞士啊，他推出了一个广告，他的麦当劳的广告是这个样子。你看麦当劳现在很少讲说麦当劳怎么样，他说麦当劳会让你一天都心情很愉快，对不对哈？麦当劳是你可能最好的伙伴啊等等哈，他那些都是用软性的销售方式啊，麦当劳就是你身边的一份子啊，对不对哈？就是跟你生活非常密切相关，它可以体察到你的需要。好，所以在这个瑞士还是荷兰，他们有一个广告，麦当劳的广告是这样，他描写一个小孩子要搬家，你们知道大部分的小孩子他有他自己的同伴，对不对？好，搬家的时候他心情很爽，所以这个广告的影片就拍一个小男孩因为要搬家，所以闷闷不乐。可是他就在车子经过转角的时候，看到他们新搬的那个地区有一个麦当劳，立刻就眉开眼笑。结果呢，那个荷兰政府不准这个影片放映。请问为什么？这个麦当劳是很有创意吗？对不对？一个小孩搬家闷闷不乐，你看麦当劳都可以提供这个小孩子让他心情变得很愉快，为什么不准他放映这样子的影片？有什么需要考虑的？你可以想到吗？会不会是麦当劳是美国的产品，不是荷兰？不是荷兰的产品，不是这个原因。你知道他们考虑什么？垃圾食品对小孩健康不好。那他们说这个广告不能够误导孩子，他有错误的价值观。他的价值观是什么？麦当劳绝对不能够取代你的朋友，绝对不能取代友情。好，他们怕这种物质化的东西让小孩子留下印象。你看，所以他们非常小心的，他们对于以儿童为观众的那个广告会非常注意。即使是这样，大家就觉得没什么问题啊，怎么会有问题呢？对不对哈？他们觉得不行，这个广告它可能有误导小孩子以为说麦当劳这个物质的东西可以取代友情。对不起，这个不行的，这个会有误导的嫌疑。好，那所以你看看今天这个广告，大部分的人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我们要想到的是，他在背后透露出什么讯息？一个这么小的小孩，他都知道这个跨国的这个文化，这个麦当劳这个符号对他来讲都已经深深的印在脑海里面，对不对？好，是多么这个麦当劳的力量多么强大，对不对？好，会让我们去思考像这样子的问题。好，我们再下来试试看另外一个。